1303。帝也。祝八元帝初元3年，朱崖郡反，代赵甲捐之，以为遗弃朱崖。旧人饥饿，乃罢朱崖郡。光武21年，鄯善、车师王等16国皆遣子入仕，请都护。帝以中国初定，为皇外事，还其世子。后加赏赐，戒灵欲远夷，言其人与于器无异也。衣上为中国也。杨兄法言曰：朱崖之爵，捐之之利也。否则临介意我衣上。祝九公杨传曰：毁全台何以书？基耳。祝之基，毁之基。先祖为之而即毁之，勿居而已也。祝十公杨传曰：襄公11年作三军。三军者何？孙卿也。昭公5年传曰：舍中军。舍中军者何？复古也。言舍之与刘亮时至，夷也。中又言：宣帝伯真偶如，论定五经于10渠阁。方今天下，少是学者的成其业，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。宜如10渠故事，永为后世则。于是赵诸儒于白虎关论考同一焉。会中作事系，欲博士赵博、校书郎班固、贾逵等以终身小春秋，学多义。文表请之，中右尚书自宋。即日事出，乃得语于白虎关焉。宜后受赵山太史公书谓10余万言。注意与阴郁。时太后兄谄谓马廖，仅笃自守，不训诸子。终与廖交善，以书戒之曰：中为尧舜之名，可比乌而封；桀纣之名，可比乌而诛。亦何者？尧舜谓之提防，桀纣是之骄奢故也。诗曰：皎皎练丝，在所染之。二上至下愚，谓之不疑。PG 1304。中庸之流，要在教化。春秋杀太子母弟，直称君甚恶之者，作诗教也。三礼制，人君之子年8岁，未至少父，教之书记，以开其名。45至太傅，教之经典，以道其志。汉兴诸侯，王不立教诲，多处禁忌，故有亡国之祸而伐嘉善之称。今君魏帝尊重，海内所望，岂可不临申履薄，以为至戒？黄门郎年，又血气方盛，武技无常，君退让之风；六而要节，轻脚无形之客。纵而莫悔，事成任性；七见念前往，可谓寒心。君侯诚以以临，申履薄未戒，料不纳。子欲后作献书诽谤，八料以救国。祝一事见陆贾新语，祝二亦师也。皎皎白帽也。墨子曰：墨子见染丝者叹，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故染不可不慎也。祝三。公羊传曰：晋侯杀其太子申生。何谓直称晋侯？曰以杀其太子母弟，直称君者甚之也。祝四大代理曰：古者8岁出就外舍，学小一焉，履小节焉。又曰：未至3少，曰少保、少父、少师，是与太子宴者也。礼记内则曰：10年出就外父，居宿于外学书记也。祝五廖子房及光俱为黄门郎。孔子曰：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也。祝六文帝窦后兄长君，帝广国自少君，此两人所出为将。冠等选长者之有节行者与之居，长君、少君有此谓退让君子，不敢以富贵骄人也。祝妻马房传曰：兄弟贵盛，宾客奔凑，四方必至，数百余人皆为食客也。祝八献殷玄，中兄奉魏郡吏，太守连范魏州所考，遣奉后中，中尉范游。PG 1305。说坐袭北地。一、地东巡狩，凤凰黄龙并集，中赞颂嘉瑞，上述祖宗红叶凡。15章奏上赵氏海固郡。者春秋外传12篇，改定章句15万言。
永元12年征拜郎中，以病卒。2. 祝一役不其旧传曰中喜于北的望松县，而母于蜀务故。中自伤被罪充边，乃作陈封之诗以抒其愤也。祝2元山松书曰是中甲魁建中伯达中直征拜郎中，即卒，赐钱20万也。李法字伯度，汉中南郑人也。博通偶书，性刚而有节。和毕永元9年，应贤良方正对策，除博士，迁侍中、光禄大夫。遂于上书以为朝政科遂，为永平见出故事。宦官权重，骄防宠盛，又讥史官记事不实，后世有事寻功绩的必不明信。作诗旨，下有司免位庶人，还乡里杜门自守，故人如生时。有后知者，言谈之次，问其不合上意之由，法未尝应对。有人故问之，法曰：彼不可与世君乎哉？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宜孟子有言：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后发，发而不忠，不愿胜。己者反诸身而已矣。2在家8年，征拜一郎，见议大夫。正言及辞，无改于旧。初为汝南太守，正有生气，后归乡里，卒于家。注意此以上《论语》孔子之言也。郑玄注云：无所不至未产，命贤妹无所不为也。注2孟子公孙丑篇之言也。反诸身而已，言克己自责不，则人也。后汉书1306，翟仆字子超，广汉洛人也。14世传师，仆好老子尤善，图伪天文历算，以报旧仇。当喜日南，亡于长安，为博襄公，后牧羊凉州。欲设还，世郡征拜一郎，注2孟子公孙丑篇之言也。反诸身而已，言克己自责不，则人也。后汉书1306，翟仆字子超，广汉洛人也。14世传师，仆好老子尤善，图伪天文历算，以报旧仇。当喜日南，亡于长安，为博襄公，后牧羊凉州。欲设还，世郡征拜一郎，迁侍中。注一洛属广汉郡，张山洛水所出，南入监，故城在今洛县。南监因子田反，时尚书有缺，赵江大夫610以上士对政事、天文、道术，以高第者补之。胡自是能高，而既故太史令孙毅，恐其先用，乃往后议。既作言无所及，唯涕泣流连。必怪而问之，仆曰：图书有汉贼孙登，将以才智为中官所害，官军表襄，似当应之。一仆受恩阶，期创君之祸耳。一忧惧，一病不适。2由是，仆对第一拜尚书。注意春秋宝干图曰：汉贼臣，名孙登，大行小口，长7尺9寸，巧用法多计方，诗书不用，贤人渡口也。注2一病为作文疑而称病也。时安帝使亲政事，追赶祖母宋贵人，西封其家。又援旧梗，保及皇后兄弟严贤等并用威权。胡尚书谏曰：臣闻为子杨狂而去殷，孰孙通被秦而归汉，彼非自护其君，实不可也。臣何书绝之恩，蒙直不讳之政，岂敢雷同受宠而以待天履地？必服为陛下应天履作，立直忠心，当见太平之功，而未闻治化之道。盖远者难明，请以进士争之。习斗邓之宠，轻动四方，兼观众服，迎经激惑，致使异弄神器，改更社稷。PG 1307。2岂不以一尊威广，以致私患乎？及其破坏，头丧堕地，愿为孤屯，岂可得哉？3夫至贵无见失必报，受爵非道殃必及。今外戚宠幸公君，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。陛下成仁恩周洽，以清九族，
然陆去公事，正疑司门，副车重巡，宁无摧折。四而朝臣在位，莫肯正义，细细孜孜，更相左附。五臣恐威权外驾，归之两难。虎翼一愤，足不可治。六故孔子曰：兔诸于则，谁能不寒？七老子称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八此罪安为心好之极心好，戒社稷之深计也。注意雷之发生，物皆同应，言无是非者谓之雷同。礼记曰：无雷同。左传曰：君履后土而待皇天也。注二神器为天位也。老子曰：天下神器不可畏也。窦宪出入晋中，得幸太后，图为杀害，帝知其谋，诛之。邓太后崩，宫人告邓恪、邓弘等取废帝故事，谋立平原王德。帝闻，遂免邓氏为庶人也。注三庄子曰：或聘庄子，庄子谓其使曰：子见夫犀牛乎？一以文秀，十以除熟。及其迁而入于太庙，欲为孤独，其可得乎？此作屯不同也。注四贾谊曰：晏云前车覆，后车戒也。注五师小雅曰：细细孜孜，亦恐致哀。毛传曰：细细然患其上，孜孜然不思称职。而雅曰：细细孜孜，莫共直也。兹应将习反。子与资古自通。注六韩诗外传曰：吾为虎父义，将非入义，则人而食。夫治不孝之人土味，是谓虎父义也。注七春秋宝干图曰：陈公大者主威亲，权并足害心好，失心好心好。己心好兼行，兔诸于则，谁能不寒？欲君之权柄外驾，则必尽。PG 1308。取以为己利，由诸出于则中，谁能不寒？取以为己宝也。兔由出也。注八老子道经曰：鱼不可托于权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和尚公注曰：利器为权道也，理国权道不可以示直视之。臣夫简德之功，正存曰节。一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，是为杖。于造囊。二或有积其简者，上曰：正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得忘？用之哉？至仓谷腐而不可食，钱贯朽而不可笑。今自出政矣，来日月未久，费用赏赐已不可算。炼天下之财，积无功之家。倘藏丹尽，民物凋伤，足有不虞，复当重负百姓，愿叛既生，为乱可待也。注意左氏传鲁大夫遇孙曰：简德之功，是恶之大也。注二文帝常欲作露台，祭止百金，曰：百金中人食加之，产何以台位？遂止不作。又东方朔曰：文帝即尚书囊矣。魏典韦袭成王之政，周公在前，少公在后，毕公在左，史义在右，四子遐而为之。目见正容，而闻正言，一日即位，天下旷然。言其法度速定也。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无庶子之佐，虽欲重庸，昔治太平，其可得乎？自去年以来，求遣平数，地彻天崩，高岸未谷。修身恐惧，则转祸未服；轻慢天界，则其害弥深。愿陛下亲自劳恤严经。至思免求忠贞之臣，诛远佞谄之党，损玉堂之盛，尊天爵之重，一歌情欲之欢，罢宴思之好。帝王图疾，陈列左右，心存。亡国所以失之，见官兴亡所以得之，数求害可袭，丰年可招矣。PG 1309。注疑孟子曰：公卿大夫，人爵也。仁义礼智信，天爵也。书奏不省，而外戚宠臣贤位恶之。延光3年，出为酒泉太守。汉羌迁于齐喜敦煌来抄郡界。胡复集斩首900级，羌西几境，威名大振。迁京赵尹，顺帝即位，拜光禄大夫，迁江作大将。
所省经用遂袭4、5千万。一屡因求议多所方正。三由是权贵共乌仆及尚书令高唐之等。交通属托作检死归家。父被张云仆前与河南张凯等谋反，代一廷尉及杜真等上书送之，是得名士。卒于家。三注一经长也。注二亦不齐就传曰：时召问仆阴阳失序，水旱革病齐。社消复兴记之本。仆上奏陈图书之意曰：汉400年将有若主。闭门听难之祸，数在300年之前。辛号宜生，辛号斗，辛号立改县，辛号宜。辛号行先王制的要道，奉律实禁，易损奢侈，宣明直仆，以延400年之难，必从之。注三亦不齐就传曰：杜真字孟宗，广汉绵竹人也。少有。孝行习义春秋宋百万言，兄氏同郡宅仆。仆后被系狱。真上袭张旧仆，系狱吃600，尽免仆难。京师莫不壮之。这元神勾命节骨12篇。一注意元神气勾命诀皆效经纬篇名也。古因古。初仆之为大将，上言孝文皇帝始至一经博士，义武立大和天下之书。二而孝宣论6经于10渠，学者资盛，弟子万数。三光武初兴 PG 1310，免其荒废，启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，诸生横向，为海内所及。明帝时辟雍始成，欲毁太学，太尉赵熙以为太学辟雍皆一间，存故并传至今。而亲者颓废，至魏元采除木之处，宜更修缮，又进后学，必从之。仆免后，遂起太学，更开拓房事学者，为仆立碑名于学云。注意武帝建元5年始至5经博士，文帝之时为皇祥序之事。仆知此言，不知何惧。注二武帝诏曰：其令礼官劝学，举疑心理。举疑未搜，求疑义，是合天下之书也。注三宣帝甘露3年，诏诸儒讲5经于殿中，兼凭公羊谷梁同意，上亲临绝焉。时更崇古梁传，故此言6经也。10徐革名。昭帝时博士弟子元100人，宣帝莫增备之。元帝时诏吾至弟子元，以广学者，故言以万数也。应奉字世熟，汝南南顿人也。曾祖父顺，字华仲，和第10，为河南尹，将作大将，封连约己，明达政事。一生10子，皆有才学。中子蝶江夏太守，蝶生琛，武陵太守，琛生凤。注意华教书曰：华仲少给事郡县，未立清功，不发私书。举孝廉，尚书郎转右丞，迁冀州刺史，廉职无私。迁东平乡，赏罚必信，吏不敢犯。有子数生于听事事上，事后母至孝熙，以为孝感之应。时窦县出屯河西，刺史2000石皆前子弟俸禄。一县败后，咸被绳处，顺独不在其中，由是显明。魏将作大将，世事5年，省费1万。汝南记曰：华仲妻本是汝南邓元，亦前妻也。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，元义还乡里，妻刘氏孤甚。仅孤增之，幽闭公事，结其食饮，雷露日困，其中无怨言。后伯考怪而问之，时义子朗年数岁，言母不病，但苦饥耳。伯 PG 1311。考流涕曰：何以亲姑反为此祸？因遣归家，更嫁为华仲妻。仲谓将作大将，既乘朝车出，元义于路旁观之，谓人曰：此我故父，非有他过。家夫人欲之食库，本自相贵。其子朗时，魏郎母与书皆不答，与衣上折烧之。母不以介意，意欲见之。
乃至亲家李氏堂上，令人以他辞秦朗。朗至，见母在拜涕泣，因起出。母追谓之曰：我己死，自为汝家所，我何罪过？乃如此邪？因此遂绝也。凤少聪明，自谓童而极长，凡所经履，莫不按记。读书5，行并下。魏郡爵曹使，刑部42县，录囚徒数百千人。及还，太守被问之，封口说罪系姓名，作状轻重，无所依托，时人其之。移着《汉书》后续多所述载。二大将军梁既举茂才，注以谢成书曰：奉少尉上计吏，许逊为妓院，俱到京师。逊自发乡里，在路昼顿暮宿，所见常吏宾客庭常立足。奴仆逊皆秘书姓名，欲侍奉。海军出书侍奉。凤云前时颍川伦士都亭，亭长胡奴名录，以引将来，何不在书？作中皆经。又云凤年20时，常诣彭城乡元贺时出行。闭门造车匠于内开善出半面侍奉，凤即委去。后数十年于路，见车匠，视而呼之。注2元山松书曰：凤右山史记、汉书及汉记360余年，自汉兴至其时，凡17卷，名曰汉史。先是武陵蛮占山等4000余人反叛，执县令，屯结连年。赵夏公卿义四府举奉才堪将帅。义永兴元年，拜武陵太守。告官未纳，山等皆悉降散。于是新学校举仄漏，正称变俗。作公事免。T.G. 1312。注一四府解建皇后记。延熙中，武陵蛮复寇乱荆州，车骑将军冯衮以奉有威恩，为蛮夷所服，上请与俱争，拜从事中郎。宜奉秦设方略，贼破。军罢，衮推功于奉，建为司隶校尉。纠举奸为，不避豪欺，以严厉为名。注一谢成书曰：时赵凤曰：蛮夷叛逆作难，饥饿放自。或中之余，火赤汤尽，当悉焦烂，以刷国耻。朝廷以奉袭守南土，威名波越，故复逝去重任。奉之费心，其在于今。自奉前10万博西方具，金错把刀剑，隔代各一。奉其免之。即邓皇后拜，而田贵人见信，桓帝有建立之意。奉以田氏为鉴。不宜超登后位。上书谏曰：陈文州纳嫡女，襄王出居于政。1. 汉立飞燕，成帝应嗣敏爵，母后之重，心肺所因，宜思官徽之。所求元武敬之所寄。2. 帝纳其言，尽力斗皇后。注意左传襄王将以嫡女为后，复兴号陈，兴号陈，兴号谏曰不可。嫡故贪陵，王又起之，王不从。敌人伐州，襄王出奔。注2韩诗外传曰：妇人有5不娶，丧父之长女不娶，谓其不受命也；是有恶疾不娶，于天也；是有行人不娶，于人也；乱家女不娶，类不正也；逆家子不娶，废人伦也。及党事起，奉乃慨然以疾自退。追闵屈原，因以自伤者。感骚30篇，数万言。诸公多荐举，会并足。子少，少字仲远，亦少笃学，博览多闻。灵帝时举孝廉，辟车骑。将军何苗院。T.G. 1313。注一谢成书，兴号曰：兴号应氏普并云字仲远，续汉书文士。传作仲元，汉官仪又作兴号仲，兴号院，谓之熟士。中平2年，汉沿贼边章，韩遂与羌胡魏寇，东侵3府时，遣车骑将军黄甫松西讨之。松请发乌桓3000人。北军中后邹进，上言乌桓西弱，宜开木鲜卑。是下4府大将军愿韩卓。
亦以为乌桓兵寡，而与鲜卑氏为仇敌。若乌桓被发，则鲜卑必袭其家。乌桓闻之，当复弃军海救，非为无益于时，乃更举三军之情，邹进居境边塞，救其太诈。若令晋穆鲜卑轻骑5000，必有破敌之效。少伯之曰：鲜卑隔在漠北，犬羊未偶，无军长之帅，卢洛之居，而天性贪暴，不居信义，故数犯障塞，且无宁岁。为治护服，乃来米服。苟遇中国真祸，非为危怀的。既获士卒，选种为害，是以朝家外而不内，该为此也。一、王者匈奴反叛，度辽将军马胥、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5000余骑。右武威太守赵冲亦虑鲜卑征讨叛羌，斩获仇虏，既不足言，而鲜卑越役多为不法，才以军令，则奋力作乱；至欲小缓，则戮掠残害，劫居人，超商旅，啖人牛羊，掠人兵马，而赏计多，不肯去，复欲以物埋铁。边疆不听，便取坚帛具欲烧之。边疆恐怖，为其反叛，辞谢抚顺，无敢拒为。今剿寇未舔，而羌未拒害，如获致毁，岂可追乎？臣愚以为可目陇西羌胡首善不叛者，减其精勇，多其劳赏。二太守李参陈进有谋，必能插力的。其死力，当思见萧之略，不可仓卒忘也。韩卓父与少相难反，父于是召百官大会朝堂，皆从少议。后汉书1314，注意昭家由国家也。公羊传曰：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也。注二劳，丙时也。或作劳，劳公也。3年举高帝，在迁6年拜泰山太守。初平2年，黄金30万西入郡界。少纠虑文武连与贼战，前后斩首数千级，或牲口老弱万余人，辎重2000两，贼皆退烂，郡内已安。兴平元年，前太尉曹松及子德从狼协入泰山，少遣兵迎之，未到，而徐州牧逃千宿。愿松子操数及之，乃使轻骑追松的，并杀之于郡界。少尉操诛，弃郡奔冀州牧袁绍。初，安帝时和贤人尹赐颍川人史玉皆作杀人当死，刺兄。初即遇母军并役官曹求代其命，因义而误故。尚书陈忠以罪疑，从轻亦活赐狱。少后追捕之，据正典刑，有可存者。其意曰：尚书称天志有理，五服五章哉；天讨有罪，五行五用哉。而孙卿亦云：凡治行之本，将以尽报恶，且成其末也。凡爵列官至赏庆行威，皆以类相从，始当其时也。若得不复位，能不称官，赏不酬功，行不应罪，不享莫大焉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此百王之定制，有法之成科。高祖入关，虽上约法，然杀人者死，亦无宽降。夫时化则刑重，时乱则刑轻。一书曰：刑罚时轻时重，此之谓也。注疑犯化之罪故重，犯乱之罪谓轻。今赐欲公以轻时是其私汉，祖兵安忍，将失道路。一朝奔在宽，幸至东域，而出军于卷，妄自投币。袭召乎亲死子，纠之难，而孔子曰：今于钩毒，人莫知之。二朝士之父非错。克郡遂能自允其命，班固亦云：不如赵母指阔以全其宗。P.G. 1315。三传曰：仆妾感慨而致死者，非能义勇，故无虑耳。四夫刑罚微狱，以类天之正要杀戮也。温辞和会，以放天之生殖常欲也。五是故春一草枯则未求，秋一木华亦未易。今杀无罪之初，
君而活当死之赐欲，其为枯华不亦然乎？臣终不祥至行之本，而信一时之人，遂广引八义求生之端。夫亲故贤能公贵，秦兵岂有赐欲当罪之科哉？六若乃小大以情，原心定罪。七，此谓求生，非为待死可以生也。败法乱政，毁其可追。少凡魏博弈30篇，皆此类也。注一祖是也。左传曰：郴州欲祖兵而安忍。注二赵乎其大夫。子纠其襄公之庶子也。子纠与小白争国，子纠被杀，赵乎其父也，遂死之。论语孔子论赵乎曰：其若匹夫，匹妇之谓量也，自今于钩渎而莫知之也。注三前书，错为御史大夫，改更律令，诸侯喧哗。错父闻而非之，曰：刘氏安而是为矣。遂饮药而死。史记曰：赵母赵姜马服君赵奢之妻，赵括之母也。奢死，赵欲以括位。姜母谓赵王曰：王以为括如其父，父子一心，愿王勿遣。王曰：吾既决矣。括母曰：王终将之，即有不称妾，而无随乎？王许诺。及括败，王以母先言，竟不诛也。而班固引之矣。未错赞辞。注四言仆妾之至死者，故犹无纪律耳。禹见史记栾不传赞也。注五左传正大夫游吉之辞。注六周礼小司寇执政司农曰：卿宗室有罪先秦也。故 PG 1316未就之也。贤未有德性者，能未有道义者，公未有大勋也。贵未若今莫寿，有罪先秦也。秦为憔悴国事，兵为二王后。注七左传曰：小大之欲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原心定，罪解见或许传也。右山定律令魏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，曰：夫国之大事，莫上载籍。载籍也者，决嫌疑，明是非，议赏刑之疑，允或决。中必后之人永未兼焉。故交辛浩东、辛浩西、辛浩相董仲舒老病致仕。朝廷没有正义，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，问其得失。二于是作春秋决阅232事，动以经对，言之详矣。逆陈董卓当父王室，典献焚辽，民有结疑，开辟以来，莫获资。户三晋大驾东迈，群省许都，拔出险难，其命维新。陈累世受恩，荣作风眼，切不自魁，贪少云补，折传句律本章句上。书就是廷尉版令爵士比例司徒东牧武曹诏书4集春秋。段誉凡250篇，捐去负重，谓之节文。五又集博弈30篇，以类相从，凡82事。其见汉书20。五汉纪4、6皆删序润色，以全本体。其26博采古今，因伪之事，文章幻秉，得意可观。其27臣所创造，其一字未必合道中，七心焉愤意。辽以戒守，八袭正人以干蜀卫仆，御之于州。宋渔夫一宝宴食，题食重。夫因之者掩口卢狐而笑，斯文之足，吾乃泪沾。九左氏时云：虽有激将司马，不弃憔悴兼蒯，盖所以待愧也。十是用赶路玩才，策于明哲之末。虽未足纲纪国体，宣洽实庸数。己观察增产圣听，唯因万机之余暇，由一省揽焉。献帝善之。注意礼记曰：夫礼者，决嫌疑，明是非。PG 1317。注二事件前书。注三或有也。注四司徒及丞相也。总领纲纪，左理万机，故有东牧。成帝出至尚书员5人，汉旧已有常侍曹2010曹护曹主客。
曹三公曹也。注五父阴父仲阴直荣反。注六吉东关纪。注七一阴乌西反。一由是也。注八戒阴自业反。注九引文子曰：郑人未欲未浊者未仆，周人未蜀未腊者未仆。周人欲郑甲，人曰：欲买仆乎？郑甲曰：欲之。出仆视之，乃蜀也，因谢不取。战国策亦然。今此乃云：郑人以干蜀为仆，便与二说不同。子云干蜀，彼云未腊，是又插喘。缺子曰：宋之于人的宴食无台之东，危而葬之，以为大宝。周克闻而观之，主人复斋7日，端冕。之一，信之以特生，革馈食重，提金10席。客见之，俯而掩，口卢胡而笑曰：此宴食也，与瓦辟不殊。主人复怒曰：商贾之言，秋将之心，葬之欲故，守之弥谨，瞻之也。因袭提赤色增也。楚辞曰：袭因一西提，谓先民之一。注史左传曰：诗云：虽有司马，无坚蒯；虽有机，将无交瘁。凡百君子，莫不待馈。杜注云：亦诗也。姬姜大国之女，交瘁漏见之人。交瘁乔星号，瘁星号，星号瘁星号。古字通。2年，诏拜少尉袁绍军谋校尉。使使迁都于许，又章阴梅。书记罕存。绍慨然叹息，乃缀集所闻这汉官礼仪故事，凡朝。PG 1318。廷制度，百官典事，多绍所立。初，复奉为司隶时，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相赞绍，乃连缀其名，录为状人记。又论当时形势，者中汉集序，传风俗通，以便物类名号，是时俗嫌疑。文虽不典，后世服其洽文。凡所著数136篇，又集解。汉书皆传于时，后卒于业。弟子唱渠并以文才称。一、注意华教书曰：少帝荀，自寄于司空院。荀声唱，谓之曰唱字的廉，唱帝渠自修廉，咸以文章咸也。中兴初，有应狱者，生4子而寡。见神光照射，试探之，乃得黄金。自是诸子宦学，并有才名，至唱7世通显。一、注意应顺，将作大将。子蝶将下太守。蝶生琛，武陵太守。琛生凤，从事中郎。凤生少，车骑将军院。少帝荀，司空院。荀子畅，曹操辟为丞相院。或许自熟志，魏郡业人也。少谓诸生，名经。有人诬许就。宋光于大将军梁商者，以为望刊张文，作戏洛阳赵玉，略考困。即许10年15，奏记于商曰：将军天赋厚恩，名就光渊节，前者温教许未平易，虽未下，立断绝其事，以蒙神明，故省之听。皇天后土，时闻的音，窃读踊跃，私自庆幸。许闻春秋之意，原情定过，涉世诸义，故许。止虽弑君而不罪，赵盾以纵贼而见书。亦此仲尼所以垂王法，汉室所宜尊前修也。传曰：人心不同，譬若其面。二思盖，为大小与龙筹美之形，至于鼻目犀翘毛发之状，未有不然者也。PG 1310。情之义者，刚柔疏及俱进之贤。至于趋利避害，为死乐生义，父君也。许与光骨肉亦有相引，言其冤烂，未必可量且已。人情评论其理。注意许止，许道公之子，名止也。公羊传曰：东葬许道公，贼未讨，何以书葬？不成乎是也。许道公是指进要而杀，是以君子家事焉。葬，许道公是君子之社止。
设止者，免止罪之辞也。何修注云：原指欲妇之病，无害妇之意，故设之，是原情定过也。又曰：晋史书赵盾弑其君。赵盾曰：天乎无辜，无不弑君。太史曰：而为人未义，人杀尔君儿，不讨贼，此非弑君如何？此设是诸义也。注二左传正子产谓子皮曰：人心不同，譬如面焉。吴起，敢谓子面如无面乎？汪衣冠子孙，进入平邑。一位吉州郡，日望征辟，亦无暇。会先界之累，无故刊定诏书，欲以和民。就有所疑，当求其变。安其有处冒死祸，以解细为。譬由僚机于父子，只可于单独。未入肠胃，以绝咽喉，岂可谓哉？二袭东海孝父见往不孤忧，灵感革天应哭汉。三光之所作，情迹可原，首缺连年而终。不见礼，忽皆子宫之门，气血两关之下，四伤何至哉？未害兹。甚。凡事更设令，不应复案。夫以罪行明白，上蒙天恩，其有冤谤无争，反不得理，是谓行右正罪，路加乌轻也。不偏不党，其若是乎？明将军的圣位尊，人臣无二，言行动天地，举错疑。阴阳诚能留神，沛然小察，必有愚公高门之福，五和气力应。天下幸甚。PG 1320。注一位尊依长者，无所归求也。注二史记苏秦曰：姬人之所以饥而不食污秽者，以其欲充腹而与饿死者同患也。父子污秽，根同而壮异也。注三前书曰：东海有孝妇，少寡无子，养孤甚谨，孤欲嫁之，终不肯。孤告夔人曰：孝父养我勤苦，我老久累丁壮，乃自今死。孤女告立曰：父杀我母。立宴之极，孝父自乌服具御上府，太守进论杀父。郡中哭汉3年。后太守至，自祭孝父墓，天立大雨，遂熟。注四天有子威公，是上帝之所居也。王者立功，相而畏之，两官未缺也。注五愚公，东海人，魏郡绝曹，绝玉平。其驴门坏，父老，共修之。愚公曰：少高大门，令容4马盖车。我绝育多有，应得子孙必有心者。至子定国魏丞相，孙永遇史大夫。商高许才智，即未奏元光罪，由是显明。世郡举孝廉，稍迁京城太守。姓名达笃厚，能以恩信化。又疏俗，甚为羌胡所敬服。遭母忧，自上归行丧。伏阙公车，征在迁北海乡，入卫尚书仆射。是时大将军梁季贵戚秉权，自公卿以下莫敢为伍。许与尚书令尹勋数奏其事，又因必见臣。闻罪师，即祭诸后。桓帝加其中节，封叶都亭侯。前后故让，不许。初为河南尹，迁司隶校尉，转少府廷尉卒官。子喜安定太守。原言字季平，陈留外黄人也。清苦好学，能通经教授。性直律，少言辞。县令陇西牛戍好事之人，乃礼请言魏庭院范。但魏公曹濮阳前卫主簿，亦常共言谈而已。后令史昭以为乡。色夫人化大行，人但闻色夫，不知郡县。在12年，州府里 PG 1321，请不就。桓帝时征博士，太尉杨炳等举贤良方正，在迁尉士中。注意濮阳，姓也。帝由上林苑，从容问言曰：朕何如主也？对曰：必。下谓汉中主。帝曰：何以言之？对曰：尚书令陈波任。是则话中常侍黄文玉正则乱，是以知陛下可与魏善，可与魏非。
夷帝曰：袭朱云亭折兰坎，今世中面称正为晋文缺。乙205关中郎将，转长水校尉，迁魏郡太守，征拜大鸿。卢注意前书曰：齐公管仲相之则罢，树雕辅之则乱。可与魏善，可与魏恶，是魏中人。注2朱云自由。成帝时上书求见，曰：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一人，臣愿赐上方斩马，断佞臣一人以立其余。上问曰：谁也？对曰：安昌侯张宇。上大怒曰：小臣庭入师父，罪死不赦。御史将云下，云殿砍折。云呼曰：臣得从龙逢比干由。于地下足以未知朝廷如何耳。上意乃解。及后当休砍。上曰：勿议，因而及之，以今直臣。帝以言如声，常特宴见。时太史令上言克新京帝作，帝命以问言。言因上封谥曰：臣闻天子尊吾为上，故天以为子。卫灵陈述，威重四海。动静以礼，则星辰顺序；必有邪僻，则鬼度错为。陛下以河南尹邓万有龙前之咎，封魏通侯，恩重公卿，会封宗室。加亲引荐，与之对簿，上下。PG 1322。亵渎有亏尊严。臣闻之，帝左右者，所以资政的也。故周公借成王曰：其朋，其朋，言甚所与也。一袭宋闵公与强臣共博，列妇人于侧，讥此无礼，以致大囚。而武帝与幸臣李延年韩焉同卧起，尊爵重赐，情欲无厌，遂生骄淫之心，行不义之事。卒延年被戮，焉服其孤。夫爱之则不觉其过，恶之则不知其善，所以事多放滥，务情生怨。故王者赏人必酬其功，绝人必争其德。四善人同处，则日闻家训；恶人从游，则日生邪情。孔子曰：益者三有，损者三有。五邪成惑君，乱窃为主，以非所言则悦于耳，以非所行则万于目，故令人君不能远之。仲尼曰：唯女子与小人畏，难养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拜圣人之名戒也。习光武皇帝与炎光俱请，上天之意，其系极见。六夫以光武之盛的言，光之高贤，君臣合道，上将此变，岂况陛下今所亲信，以见位？位以卑位尊哉？唯陛下远单于之人，纳简简之事，除左右之权，勿宦官之弊，使积善日息，欺佞恶消舔，则干求可除。必省其奏，因以病自上，岂骸骨还加？灵帝复特征，不行病卒。注意上书周公戒成王曰：孺子其朋，孺子其朋，甚其往。注2公羊经书宋万世其君节。传曰：宋万常于鲁庄公战，或于庄公，归舍诸宫中数月，然后归之。于宋闵公伯，妇人在侧，万曰：甚以鲁侯之淑，鲁侯之美。天下诸侯一位，君者为鲁侯耳。闵公经此妇人，度其言，故曰此鲁也。鲁侯之美恶乎至，万怒伯闵公，绝其斗。注3李延年，中山人也。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唱人也。武帝时，延年女帝的姓，号曰李夫人。延年善歌舞，为协律都尉，配2千石应寿，与上卧起。立即与中人乱，出入交字，上遂诛。PG 1323。延年兄弟韩焉，韩王信之曾孙也。武帝未亡时，与焉相爱，后为至上大夫，赏赐拟邓通，与上卧起，出入永巷，以兼文备。注4真，名也。注5论语孔子曰：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，义矣。有辩辟，
有善柔，有变佞，损矣。著六世见一人传。著七夕广也。子记白马令一征善事。一著一谢成书曰新字记。徐求字孟玉，一广陵海西人也。父属度辽将军，有名于燕。二求少博学，辟公府，举高第。三稍迁荆州刺史。使董太。后节子张忠为南阳太守，因义放滥，赃罪数亿。求临当之部。太后遣中常侍以中属求。求对曰：臣身为国，不敢闻命。太后怒，具征中尉司隶校尉，以相威临。求道州举奏中赃于一役，使冠军县上部议大司农，以彰报其事。又奏武郡太守疾。属县有赃污者，悉正按罪，威风大行。中平元年，与中郎将诛，喜集黄金贼于宛，破之。张忠愿求，与诸燕官构造无端，求遂。以罪征，有破贼功，得免官归家。后再征，迁汝南太守，转东海乡，所在化刑。著一求因仇。著二谢成书曰：孰字伯敬，宽裕兴好传，兴好博，兴好学习梦。PG 1324。是义春秋公羊传，礼记周官。善宋太公六韬交接英雄，常有壮志。著三元山松书曰：求少履清高，历朝正色。称扬后进，唯恐不及。献帝谦许，以廷未征，当议京师，刀为袁术所劫，受囚矣。上公之位，求乃叹曰：公胜鲍宣独何人哉？守之必死，一术不敢逼。术死军破，求得其道国喜及海许、上之二并送前所驾汝南。东海二郡应受。司徒赵温谓求曰：君遭大难，犹存此邪？求曰：袭苏武困于匈奴部，锐7尺之节，况此方寸应乎？注意公胜字军兵，楚人也。好学明经，哀帝时为光禄大夫，起骸骨。往往即位，前10以上亲征，胜不使而死。鲍宣字子兜，渤海人也。哀帝时为司隶校尉。往往辅政，诸汉忠臣不复及者，宣及和武等皆死。著二忏鸿曰：秦以前以今，欲营卫方寸喜。秦以来天，子独称喜，又以玉偶夏末的用。其欲出蓝田山，题是李斯书。其文曰：受命于天，既受永昌，号曰传国喜。汉高祖定三秦，子因献之，高祖即位，乃配之。王莽篡位，救援后求喜，后乃出。以投地，上吃一角缺。及莽败时，仍带几服，度无杀莽，不知。取喜，攻兵救斩莽首，并取喜。更始将李松送上更始。赤眉至。高陵更始奉喜上赤眉。建武3年，盆子奉以上光武。存坚从。魏阳入洛讨董卓军于城南，见井中有五色光，军人莫敢及。坚乃郡的喜。袁术有见道义，乃居坚期求之。术的喜，举以相肘。魏武谓之曰：我在不听汝，乃至此。时求得而献之。PG 1325。后拜太常，使持节拜曹操为丞相。操以相让求不敢当，卒于官。论曰：孙毅以高明见计，而受欺于阴计。翟仆资绝术取通，而中之以简见。岂信至自有周篇，先后之要书度乎？应是七世，才闻而奉少海张未胜，及撰著篇集，真记一之，虽云小道，亦有可观者焉。言求应对辩证而不兴好，可兴好犯陵上之由思，故辞之不可以已也。一注意左氏传孔子曰：辞之不可以已也，如是夫。子产有辞诸侯赖之，赞曰：阳中礼法，华阳有文。一二应克聪，一表汝喷。
二宅仆诈议，或许请救。言能竭地，求议武后。筑夷益州，古凉州之域。上书曰：华阳黑水为凉州。孔安国注曰：北据华山之阳，南据黑水，故常取属士耳，谓之华阳国治焉。注二郑玄注周礼曰：水牙曰喷。PG 1326，后汉书卷49，王充王福仲长统列传第39。王充字仲任，会稽上虞人也，其先自魏郡元成喜焉。充少，孤，乡里称孝。后到京师，授业太学，亦师事扶风班彪。好博，懒而不守章句。家贫无书，常游洛阳市寺，阅所卖书一见者，能诵译，遂博通西流百家之言。后归乡里平居教授，是郡尉。公曹以数见征不合去，注意元山松书，充又聪朗。立太学观天子临辟庸作六儒论，充好论说，实若伪义，中有理实，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，乃闭门前司绝庆调之礼，互有墙壁各置刀笔。著论横八15篇，20余万言，一事物类同义，正实俗嫌疑。注意元山松书曰：充所作论衡，中土未有传者，蔡庸录。吾始得知，衡命晚以为坛注。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，又得其书，及还许下，时人称其才尽。或曰不见一人，当得一书。问之，国以论衡之意，由是遂见传焉。鲍仆子曰：时人嫌蔡庸的一书，或搜求其帐中营处，果得论衡，报数卷持去。庸丁明之，曰：唯我与尔共之物广也。次时董勤辟未从事，转至中。PG 1327，自缅还家。有人同郡谢以吴尚书见充才学医，肃宗特诏公车征，并不行。年见70，智力衰耗，乃造养。信书16篇，才节侍御，疑神自守。永元中并卒于家。注一谢成书曰：夷吾见充曰：充之天才，非学所加。虽前世孟轲、孙钦、晋汉杨雄、刘向、司马迁不能过也。王福为元祖姓，安定陵京人也。少好学，有志操，与马融、窦张衡、崔苑等友善。安定俗笔数孽，而弗无外家未乡人所见。自和安之后，事物尤患，当涂者更相见隐而弗读。耿介不同于俗，以此遂不得生进。至意运愤，乃隐居著书30余篇，以激当时事的不欲彰显其名，故号曰前夫论。其旨节时短，讨腾务情，二足以关键当时风正，这其5篇云耳。注意和修筑公羊传云：聂见也。注二节公也。腾则也。魏中篇曰：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，皇天之所爱欲者人也。今人臣受君之重位，慕天之所爱，焉可以不安而立之，养而继之哉？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，达上则思敬贤，故居上而下不怨，在前而后不恨也。书称天公人其待之，王者法天而见官，一故民主不敢以私受，忠臣不敢以虚受。窃人之财犹未知道，况偷天官以私己乎？二以罪犯人，必加诸罚，况乃犯天，得无救乎？夫五星号是星号，星号代星号之臣，以道事君；三则及草木，人被绿土，是以弗作流眼，本之百事。四济世之臣，以谄媚主，不思顺天，专仗杀伐，白起、蒙恬，秦以为公，天以为贼。PG 1328，五媳妇董贤，主以为忠，天以为道。六义曰：得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谋大，先不及矣。七事故得不称，其祸必酷。
能不称其殃必大。夫妾谓之人，天夺其剑。八虽有明察之资，仁义之志，一旦富贵，则被轻捐旧，丧其本心，护骨肉而轻变。替薄之有而后犬马，民见朽冠千万而不忍待人一钱，情之。积粟府仓而不忍待人一斗，骨肉愿望于家，系人谤毒于道。前人以败，后征袭之，诚可伤也。注仪尚书就游摩曰：王旷数官，天公人其待之。孔安国注云：言人待天理官，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。又曰：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社都。孔安国注云：天有日月北斗五星28宿，皆有尊卑相正之法。言明王奉顺此道，以立国社都也。注二左传戒之推曰：窃人之财犹未知道，况贪天公以为？己立乎？注三五代魏唐虞夏殷周也。注四师大雅曰：文王孙子，本之百世。注五史记曰：白起为秦将，与赵战于长平，坑赵卒45万人。蒙恬为秦将，北如戎宅筑长城，且临洮至辽东，延茂万余里，此谓虐于人也。注六袭夫公自子为哀帝时，告东平王云氏，封夷陵侯。董贤字圣卿，德姓哀帝，为贤起大帝于北阙下，封为高安侯。注七义系辞之言。注八论语孔子曰：当闻重其妾位者于。左传进伯言曰：国必亡矣，天夺之剑而益其己也。杜预注云剑，所以自赵也。pg 1329。历官前正贵人之用心也，与婴儿子其何异哉？婴儿有常病，贵臣有常祸，父母有常失，人君有常过。婴儿常病，伤于宝也；贵臣常祸，伤于宠也。侮辱多则生贤病，富贵盛而致骄疾。爱子而贼之，骄臣而灭之者，非义也。及其法者，乃有仆子身劳，贤刀都服，亦岂非无功于天，有害于人者乎？夫鸟以山为皮而增巢其上，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，足所以得者耳也。二贵妻，愿其宅急而至未令民，欲其门坚而造作铁书，足其所以败者。非苦禁忌少而门书朽也，常苦从财货而行交见耳。注遗赵将李牧为韩仓所赠，赐死。将自诛，臂短不能及，衔刀于柱以自杀。见战国策。注二曾子之文也。亦见大代理。无上顺天心，下育人物，而欲任其私志，窃弄君威，反立天地，欺污神明，居累卵之为，而图泰山之安，为朝露之行，而思传世之功，亦岂不惑哉？岂不惑哉？注意朝露言意尽也。苏子曰：人生一世，若朝露之托于同业耳，其余几何？夫耻篇曰：王者以四海为家，赵人为子。一夫不耕，天下受其饥；一夫不知，天下受其寒。易经举俗奢本农，驱商贾牛马车于田塞道路，有守卫，巧充盈都邑。二务本者少，服食者稀。商议意义，四方市集。三经察 pg 1330。洛阳自莫业者神于农夫，须为有守神于莫业。是则一夫耕，100人食之，一夫丧，100人衣之，以一俸100，孰能攻之？天下百郡千县，服役万数，类皆如此。本末不足相攻，则民安得不饥？寒饥寒并至，则民安能无奸诡？奸诡繁多，则利安能无严酷？严酷数家，则下安能无仇怨？仇怨者多，则旧争并争。下民无聊而上天降求，则国为矣。注意文子曰：神农之法曰，丈夫丁壮不耕，天下有寿其饥者，妇人当年不知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
故其根不强者无以养生，其之不利者无以医行。注二有手谓巧谓雕镂之属也。注三诗商颂文也。郑玄注云即中也，亦亦然可则所。乃四方之中正也。夫平生于富，弱生于强，乱生于化，为生于安。一是故名。王之养民，忧之劳之，教之诲之，甚为防蒙，以断其邪。故意每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二七月之师，大小教之，终而复始。由此观之，人固不可自也。三助一富而不节则贫，强而骄人则弱，居礼而不修德则乱，治安而不慎为则为矣。注二节以制度以下，并节卦彖辞也。郑玄注云空，辅脏则伤财，利益繁则害人，二者奢太之所至。注三七月，失兵锋也。大为耕桑之法，小为所逃之类。四春及冬，终而复始也。PG 1331。今人奢衣服，持饮食，是口舌而习调期。或以谋奸和任位，业疑或以油薄齿眼卫士。尔丁夫不服诳除，而怀玩侠谈息。手上山遨游，或豪取土作玩卖之，外不足欲寇盗，内不足禁属。却或作泥车瓦狗猪戏弄之具，以巧诈小儿，此皆无益也。注意和任谓相合谓任侠也。注二伯谓六伯，言谓一钱也。前书或直传曰右旷绝一伯，言犯奸成父也。诗次不击其麻，服也婆娑。一幼妇人不修钟馗，修其残之二而起学巫祝，鼓舞士神，以欺污戏民，淫惑百姓妻女。羸弱疾病之家，怀忧愤愤，亦未恐惧。致使奔走辨识，去离正宅，崎岖路侧，风寒所伤，奸人所利，盗贼所终。或增或重罪，至于死亡，而不知巫所欺误，反恨是神之晚。此妖妄之甚者也。注意失臣风也。婆娑无往，为妇人于服中歌舞以示神也。注二一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馈贞吉。郑玄注云中馈90也。诗大雅曰父无公事，修其残之。或刻画好增，以书入词；或虚饰巧言，悉制符作；或弥折精彩，令广分寸；或断节犀履，绕带手腕；或裁切起弧，大致成帆，皆单费百间，用功千倍，破劳未未，以易就难，作10家。故消损白日，一夫山林不能给野火，江海不能食漏爬皆所一尽也。注意损或作捐。PG 1332。习孝文皇帝宫衣一题，一格系为带。而今京师贵戚衣服，饮食彻于卢地，奢过王制，故亦甚矣。且其徒欲仆妾皆服，文足彩蝶二锦绣起完，格子声乐统中女部。三西向珠玉，琥珀菊帽，石山隐士，金银错漏，似穷极粒米，转香夸碗。五其嫁娶者，车平数里，题为进道。六其奴侍童，家鼓并饮。复葛禁欲相过，贫者耻其不待，亦享之所费，破终身之业。古者必有命，然后乃得一增4而成车马，迄今虽不能复古，宜令细民。越用孝文之志。注意前书音译曰义造也，题增也。注二叠及金叠部也。注三说文曰起文增也。前书曰其俗作兵丸，子戏称也。沈怀远南越志曰交部之品有3，有交部，有竹字部，又有葛焉。虽精粗之书，皆同出而异名。杨雄属都赋曰不择蜘蛛作丝，不可见风，统中黄润，一端数经。盛弘之荆州记曰子规县士多悠闲，其女进之不至数10声。
今永州俗游乎贡部为女子部也。注四广雅曰：琥珀珠也。生地中，其上及旁部生草，深者8、9尺，初时如桃胶，凝坚乃成。其方人以为枕。出季兵，及大秦国，吴禄曰：橘貌似龟而大出南海。山石未隐，其谓山石之文也。注五郭景纯注虚赋曰：刹花也。宛与刹通也。注六仓颉篇曰：平一车。平因薄丁反，又田反。注七尚书大传曰：古之帝王者必有命，人能尽尝金箍。取舍好让者，命于其君，得乘士车平马，一文景。未有命者，不得一，不得乘，乘一者有罚。PG 1333。古之葬者，后一之以心，葬之中也，不封不树，丧其无数。后世生人一之以棺椁，一同木为棺，隔彩为肩，两下不及全，上不泄臭。中世以后转用丘子怀伯春书之属，各因方土材，用胶漆使其间足饰，其用足刃，如此而已。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弄子玉章之墓，三边远下土，一竞相放所。夫弄张玉章，所出疏远，伐之高山，引之穷谷，入海城淮，逆河速落，工匠雕刻，连累日月，会息而后动，多牛。而后至，重且千金，工将万夫，而东至乐浪，西达敦煌，费力，商农于万里之地。古者木而不焚，终是焚而不重。仲尼丧母，夷高4尺，欲与而崩，弟子请修之，夫子弃曰：古不修墓。四及离也死，有功无志。文帝葬芷阳，武明帝葬洛南，皆不葬珠宝，不起山陵，墓虽卑而的最高。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，生不及养，死乃重丧。或至金缕玉匣，漏子骈物，多埋珍宝偶。人车马造起大夷，广种松柏，庐设祠堂，物重华齿。暗号毕。之陵，南城之夷，六周公非不忠，曾子非不孝，以为裸君爱父。无在于聚财，扬名显亲，无取于车马。袭晋灵公多富以雕墙。春秋以为星号，非星号，星号不星号君。七华园，乐举后葬文公，君子以为不臣。八况于偶思世数，乃可见持主上过天道乎？九注一义系辞之言也。注二师子曰：禹之丧法，死于陵者葬于陵，死于泽者葬于泽，同观3寸，至丧3日。墨子曰：舜西教戚戎道，死葬南八之中，一清3岭，缓木之棺，隔以兼之。采尤慢也，兼数也。注3弄因乃斗反，见皮仓。而雅曰：列弄。因而注云弄似乎而必小，恐非棺椁之用。玉章即章木也。PG 1334。注四孔子合葬母于房，曰：吾闻之，古也木而不焚。于是封之重4尺。孔子先反，门人后与甚至。孔子曰：尔来何耻也？曰：房木崩。孔子泫然流涕曰：吾闻之，古不修墓，见礼记也。注五县名，属京兆，文帝后改曰霸陵。注六必周文王，武王葬地也。司马迁云在号东南渡中。吴坟陇在今咸阳县西北。孔安国著尚书云在长安西北。南城山，曾子父所葬，在今宜州费县西南也。注七左传，晋灵公步军，后练以雕墙。杜预注云：步军，师君道也，雕画也。注八左传，宋文公卒，使后葬，用圣炭一车马，使用训，至有4阿，官有汉馈。君子为华元，乐举于世不臣，是君于恶也。注九前书贡语曰：今大夫见诸侯，诸侯见天子，天子过
天道其日久矣。时贡篇曰：国以贤兴，以产衰；君以忠安，以佞为。此古今之常论，而时所共之也。然衰国为君，既种不绝者，岂实无忠信正直之？是哉，诚苦其道不得行耳。夫时不知贤，必有茂草；时事之义，必有忠信。一事故乱因有三人，小谶多君子。二，今以大汉之广土，市民之繁数，朝廷之清明，上下之修正，而官无善吏，位无良臣，此岂时之无贤，量有取之乖时？夫至道者少与逐俗者多仇，是以朋党用私，背时屈华。其共事者，不复依其直干，准其才行，但须造声誉，妄生羽毛。略记所举，虽且200，览察其状，则得谋言；然详和决能，则先及中人。皆总务升官，自相推达。夫士者贵其用也，不必求备。故似有 PG 1335，虽美能不相兼。三人其志，事不一节。高祖左命出自王秦，光武的事必自暴莽，况太平之时，而云无事乎？注意说怨曰：时不知则必有芳草。论语曰：时视之，亦必有忠信也。注二乱因为纣时也。三人箕子为子比干也。左传吴季札是谶，越渠苑，石狗使公子荆，公叔发，公子朝曰：谶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又臧宣叔曰：谶之于晋不得为赐国。杜预注云：春秋之时，以强弱为大小，谶虽侯爵，犹为小国。注三尚书大传孔子曰：文王得4臣，丘邑得4友。魏回也为虚父，次也为奔走，师也为先后，有也为御武，其能各不同也。夫明君之兆也若声，忠臣之和也如响。长短大小，轻浊急徐，必相应也。且公欲以时，兴以言，一着谨以愚，晚不以徽。夫物固有以见礼贵，以丑化好者矣。智者弃短取长，以治其功。今使共事必合以时，其有小疵，勿强一事。二，出处莫与各因其风，则萧、曹、周、韩之伦何足不至？吴、邓、梁、窦之属，其种可待。孔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？元之有。注意师小雅曰：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今之精工发金，色者皆萃之于盐水焉。注二一是为装饰以成其过也。一因于气反。PG 1336。二日篇曰：国之所以为国者，以有名也；民之所以为民者，以有谷也；谷之所以丰植者，以有民功也；功之所以能见者，以日立也。化国之日疏以长，故其民闲暇而利有余；乱国之日促以短，故其民困物而力不足。疏长者，非为息和安行一，乃君民民尽而利有余也；促短者，非为分度损减二，乃上安下乱力不足也。孔子称既数则富之，既富乃教之。是故礼义生于富足，盗窃起于贫穷，富足生于宽狭，贫穷起于无日。圣人身之利者，民之本，国之基也。故务省徭役，使之爱日。是以尧斥羲和，轻若昊天，尽受民时。明帝时，公车以反之日，吾受章奏，三帝闻而怪曰：民废农桑，远来一缺而复居矣。晋忌岂为政之义乎？于是遂捐其志，令曰：民养息申粟，而令常以神自序。似百姓废农桑而屈府庭者，相续道路，非朝不得通，非义气不得见。五或连日累月，更相沾事；或转请邻里，馈粮应对。遂功既亏，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？
注意西河日也。山海经曰：东南海之外，干水之咸，有西河之国。有女子曰：西河方浴日于甘泉。西河者，地郡之。七是生10日。郭璞注曰：西河盖天地始生日月者也。注二洛书真要度曰：凡周天365度4分度之一，度为1932里。日一日行1度，月一日行13度19分，度之意也。注三反之日，用月朔为正。虚亥朔1日反之，申酉；朔2日反之，午未朔3日反之，辰巳朔4日反之，寅卯；朔5日反之，子丑朔6日反之。见阴阳书也。PG 1337。注四难见如神也。注五说文曰：不为日加申时也。今谓不字也。孔子曰：听讼无由人也。从此言之，中才以上足矣。曲直相庭不立，亦有任决断者，而类多枉取，盖有故焉。夫理直则是正而不挠，是曲则产义以行求。不挠故无恩于利，行求故见资于法。若是有反复，利应作之，利以应作之故，不得不往之于庭。以雷鸣之少党而豪，利对讼，其义的无屈乎？系成立言，故与之同。若是有反复，现亦应作之，现以应作之故而排之于郡。以一民之轻，而与一县未讼，其理岂得生乎？是有反复，郡亦作之，郡以共作之故而排之于州。以一民之轻，与一郡未讼，其事岂获胜乎？既不肯理故，乃远议公府。公府复不能察，而当言以日月。贫弱者无以旷寻，强富者可盈千日。理讼若此，何往之能理乎？正是怀怨结而不见信，亦华丽重奸诡而不备作，此小民所以益清苦，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。注一信读曰深，且除上天感痛至求，但以人工见事言之。自三府州郡至余乡县典司之力，词讼之名，官事相连，更相减对者，日可有10万人。一人有事，2人经营，至为日30万人废其业也。以中农虑之，则是岁300万人受其饥者也。然则盗贼何从而消？太平何由而作乎？诗云：莫肯念乱，谁无父母？一百姓不足，君谁与足？可无私哉？可无私哉 ？PG 1338。注意诗小雅也。述舍篇曰：凡疗病者，必知脉之虚实，气之所结，然后谓之方，故疾。可遇而受可长也。为国者，必先知民之所苦，祸之所起，然后谓之尽，故坚可塞而国可安也。今日贼良民之甚者，莫大于数。射熟数，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。何以明之哉？夫警斥之人，身不到非，又有为立正直，不必强欲而坚。华之党横加污言者，皆知射之不久故也。善人君子，被亲怨而能治缺庭自明者，万无数人。数人之中得审问者，百不过一。既对上书而空遣去者，复神6、7矣。其轻薄奸诡，既现罪法。愿读之家记其孤录，以解绪愤，而反义私西蒙涉事，令恶人高惠而夸婉，老道服赃而过门，孝子见仇而不得讨，遭盗者因恶而不敢取，痛莫甚焉。夫养狼幼者伤何价，会奸诡者贼良民。一书曰：文王作罚，行资无赦。2. 先王之治刑罚也，非好伤人肌肤，断人寿命也。畏威奸臣，恶除人害也。故今称天命有德，5服5章哉，天讨有罪；5行5用哉，师赐彼夷有罪，不反脱之。3古者为始受，
命之君成大乱之极，寇贼奸诡，难为法禁，故不得不有一社。与之更新，一育万民，以成大化。非以养奸活罪，放纵天贼也。夫性恶之民，民之豺狼，虽得放诱之则终无改悔之心。但托众故，系还凌语，严明令尹，不能使其断绝。何也？反感未大，奸者才必有过于昔，而能自媚于上者也。多散淡的之才风，以产于之辞，以转相趋。四非有第五公之廉直，孰不为故哉？五论者多曰久不赦，则奸诡斥而力不至，一束四绳以解散之。此谓昭正乱之本源。P.G. 1339，不察祸福之所生也。注意而雅曰狼同彻，多仆注云又类也。诗曰不狼不用，狼因狼。注二康告之言也。注三师大雅也。此宜无罪，如反收之；彼宜有罪，如反托之。毛长注云托射也。注四旦游虚也。注五为第五轮也。谓司空，性廉直也。后度辽将军黄甫归解官归安定，乡人有以获得雁门太守者，亦去职海家，书赐夜归。归卧不迎，记录而问卿前在郡时，燕美乎？有卿右白王服在门。归宿闻服名，乃惊惧而起，衣不及待，携履出营，原俯首而还，与同坐极欢。时人谓之语曰：图见2000石，不如一逢也。一言书生，道义之谓贵也。夫敬不事，忠于家。注意礼记如行孔子曰：秋少居鲁，一逢夜之一。郑玄注曰：逢犹大也。大业之一，大昧单一也。仲常统自公理，山阳高平人也。少好学，博涉书记，善于文辞。年20余，游学清徐并记之贤，与交友者多益之。并州刺史高干，于少生也。素贵有名，招致四方游士，士多归。父统过干，干善待遇，防以当时之事。统谓干曰：君有雄智而无雄才，好事而不能择人，所以为君深戒也。干雅自多，不纳其言，统遂拒之。吾己干以并州叛卒至于败，一并记，志士皆以是一统。二 T.G. 1340，注一位志曰：高干叛，豫兴号南兴号奔兴号南兴号荆州上洛都，豫王言不斩之也。注二亦其有知人之见也。统性处躺，敢直言，不经小节，莫与无常，时人或谓之狂。生美州郡命诏，折称疾不救，常以为凡游帝王者，欲以立身。扬名耳，而名不长存，人生易灭，悠游言养，可以自娱欲过。居清旷，以乐其志，论之曰：史居有良田广宅，背山临流，沟池环山，竹木周部，长圃竹前，果园树后。舟车足以代步射，之间使令足以及四体之意。养亲有坚贞之善，妻奴无苦身之劳。一凉蓬翠纸，则陈酒肴以娱之；嘉时吉日，则哼高豚以奉之。听除西苑，游戏平陵，二濯清水，追凉风，钓有礼一高。鸿凤于五鱼之下，永归高堂之上。三安神闺房，思老氏之玄。徐呼吸金河，求治人之仿佛。四与达者庶子，论道讲书辅。养二仪，错纵人物。弹南风之雅操，发清商之妙曲。五逍遥一，使之上，必逆天地之贤。不受当时之责，永保性命之奇。如是，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。岂现夫入帝王之门哉？又作诗2篇，以见其志。词曰：注一奴独曰奴，注二听除游持听也，注三于记汉之名也。
未谈而击其上，以其语焉。论语曾典曰：春服既成，冠者5、6人，童子6、7人，欲乎宜风乎？吾于咏而归。注释老子曰：学之又玄，虚其心，实其腹。呼吸谓焉，气养生也。庄子曰：吹许呼吸，吐故纳新。又曰：治人无己也。PG 1341。注伍家语曰：顺五贤之情，造南风之诗曰：南风之熏兮，可以解无人之韵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复无人之采兮。三里图曰：秦本五贤，曰工商角征羽，文王曾二。曰少工少商，贤最轻也。飞鸟夷鸡，蝉蜕王壳。腾蛇弃鳞，神龙丧角。一智人能辨，拔是拔俗。乘云无佩，乘风无足。垂露成为，张萧成卧。沆瀣当参，九阳带竹。二恒星焰珠，朝霞润玉。六合之内，自心所欲。人事可疑，何谓局促？注意王充论衡曰：其曹化为富裕，富裕转为蝉。蝉之去，富裕归之解甲，蛇之脱皮，可谓失节矣。退因是锐反。二雅曰：腾蛇有鳞。广雅曰：有角曰龙。丧角结角也。注二萧，摩天赤气也。在旁曰为，在上曰卧。羚羊子鸣金曰：沆瀣者，北方夜半气也。九阳为日也。山海经曰阳。谷上有浮木，9日居下之，1日居上之也。大道虽夷，见极者寡。人亦无非，事物无可。古来绕绕，委屈如所。百虑何谓？至要在我。记仇天上，埋忧地下。汉散，五经，灭气风雅。百家杂碎，请用从火。抗至山栖，游心海左。元气未周，为风未移。一翱翔太轻，纵易容也。注意夷，传为也，因图可反。尚书令荀彧文统明，其之举为尚书郎。后参丞相曹操军。是每论说古今及时俗形事，恒发愤叹息。因着论名曰昌言。PG 1342。一凡34篇，10余万言。注意昌，当也。尚书曰：汝亦昌言。献帝逊位之岁，统卒10年41。有人东海庙袭长称统，才张足记西京董贾刘阳。一经检撮其书有异正者，略载之云。注意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也。袭自西伯，辟御食府。后至尚书光禄勋。理乱篇曰：豪杰之当天命者，未时有天下之分者也。无天下之分，故战争者尽起焉。于斯之时，并未驾天威，矫具方国，勇甲兵羽。我矫才智，诚勇力于我尽雌雄，不知去就，一物天下，盖不可数也。矫智者皆穷，矫利者皆富，行不堪复抗，亦不足复效。乃使稽首谢景，就我之贤谢耳。一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，或曾与我位等柴矣，或曾臣虏我矣，或曾直求我矣。彼之位位皆兄弟父祖，信我之不成，二而以奋其前志，俱肯用此位终死之。分邪，注意贤乐也。谢将也。注二位与玉骨自通，即祭体之时，民心定矣。普天之下，赖我儿的生育，有我儿的富贵，安居乐业，常养子孙，天下晏然，皆归心于我矣。豪杰之心既决，士民之志已定，贵有长家，尊在一人。当此之。PG 1343。10虽下愚之才居之，犹能使恩同天地，威谋鬼神。暴风急停，不足以方其怒；阳春时雨，不足以御其责。周孔数千，无所复矫其盛；奔欲百万，无所复奋其勇矣。
彼后嗣之于主，见天下莫敢与之为，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。乃奔其私事，惩其邪欲，君臣宣淫，上下同恶，一目及角，礼之官，而穷正颤之声。二入则耽于妇人，出则驰于田猎。荒废数正，弃亡人物，缠漫弥流，无所抵及。三信任亲爱者，尽宁产容说之人也。宠贵龙封者，尽后非姬，妾之家也。使阿郎首庖厨，击虎目劳豚，遂至熬天下之趾高。擢生人之骨髓，愿独无聊，祸乱起，中国扰攘，肆夷侵叛，土崩瓦解，一朝而去。习之为我不辱之子孙者，今仅是我饮血之寇仇也。至于运喜易去，犹不觉悟者，岂非富贵生不仁？审逆至于极邪，存亡已之迭代，政乱从此周复，天道常然之大数也。四注意左传谢也见陈灵公曰：公卿宣淫，人无所焉。杜欲祝云宣是也。祝二武帝元丰3年，作脚底戏。因义云两相角力，角技亦设欲，故名绝底。盖杂记乐星号，以星号也星号八鱼戏鱼龙，蔓延之属也。后更名平乐观。礼记曰：正因好滥淫志，宋因晏安逆志也。祝三禅漫游纵义也。禅因图淡反。庄子外篇曰：禅漫为乐也。祝四左传曰：美恶周必复，天之道也。又正之为礼者，取一切而已，非能斟酌咸鱼之分，以开盛衰之术也。日不如古，民以远甚，岂不然邪？汉兴以来，相与 PG 1344，同为编户其民，而以财力相均长者，是无数焉。而清节之事，徒自苦于辞疾之贤，无所益损于风俗也。豪人之士，连动数百，高田满野，奴婢千偶，屠夫万计。一船车甲贩周于四方，废居机主，满于都城。二其路宝货，巨士不能容。三马牛羊豕，山谷不能受。妖童美妾，田乎其事。唱欧星号即星号既乐，烈乎升堂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，车骑交错而不敢进。三生之肉，臭而不可食。清纯之咒，败而不可饮。必叛则人从其目之所视，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。此皆公侯之广乐，君长之厚实也。苟能运之诈者，则得之焉；苟能得之者，人不以为罪焉。元发而横流，路开而四通矣。求是之舍容乐而居穷苦，四气放逸而富。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？五夫乱世长而化世短，乱世则小人贵，宠君子困贱。当君子困贱之时，举高天及厚地，犹恐有震，验之祸也。六代至轻视，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简。老者冒矣，不能及宽饶之俗；少者方壮，将复困于衰乱之时。是使兼人善，无穷之福利，而善事挂不赦之罪孤。苟目能变色，耳能变声，口能变味，体能变寒温者，将皆以修节为秽恶，设置巧以避之焉。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？私下世人主一切之谦也。注意图息也，复亲也。注二史记曰：转古百数，废居蓄益。注云：有所废，有所蓄，言其诚实设立也。注三其为也。鲍仆子曰：片玉可以齐，西壁四盈尺也。注四舍应事者反。注五束缚为自节轻如居止也。注六师小雅曰：为天盖高，不敢不举；为地盖厚，不敢不及。毛长注云 PG 1345，举取也。
即累卒也。其春秋之时，周日之乱世也。逮乎战国，则又甚矣。秦政成并肩之意，放虎狼之心，亦屠猎天下，吞食生人，暴虐不已。以昭楚汉用兵之苦，甚于战国之时也。汉200年而遭王莽之乱，两计其残夷灭亡之术，又复备乎秦相矣。以及今日，民都空而不居，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。损此则又甚于王兴之时也。悲夫！不及500年，大难三起。4. 中贤之乱，上不数焉。变而弥猜，下而加库，吾推此以往，可及于尽矣。嗟乎！不知来世圣人就此之道，将何用也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术，欲何至邪？注一正，始皇明也。注二汉至王莽篡位214年，云200者举全数。注三孝平帝时，凡郡国130，县邑1314道。34侯国241，地东西9302里，南北13168里，人户12233062，口59,498。子汉家极盛之时，遭王莽丧乱，即光武中兴，海内人户准之于前，食财23，边方萧条，略无节夷。孝陵遭黄巾之寇，献帝因董卓之祸，英雄细致，白骨高也。兵乱相寻30余年，三方既宁，万不存异也。注四秦三王二帝通在位49年，前汉230年，后汉195年，凡474年，故云不及500年也。损起未秦，莫及王莽并献帝时也。注五下游后也。损益篇曰 PG 1346，作有利于时，知有便于物者，可谓也。是有关于术，法有万于时者，可改也。故行于古有其器，用于今无其功者，不可不变。变而不如前，亦有多所败者，亦不可不复也。汉之初兴，分王子弟，委之以市民之命，驾之以杀生之权。于是交易字字，至亦无厌。鱼肉百姓，以迎其欲；暴真骨血，以快其情。上有篡叛不轨之奸，下有暴乱残贼之害。虽借亲属之恩，盖源流行义史之然也。降爵削土，稍稍割夺，足至于坐食俸禄而已。然其污秽之行，淫昏之罪，由上多焉。故遣其根本，轻其恩义，由上假一日之尊，收市民之用，况专之于国，善之于祀，岂可边吃赤碗而使为我所谓者乎？时政凋敝，风俗一异，淳朴已去，智慧已来。亦出于礼制之防，放于世欲之欲久矣，故不可受之以柄，驾之以资者也。是故收其义士之权，效其从衡之意，善者早登，否则早去。二故下土无庸治之士，国朝无专贵之人，此变之善，可遂行者也。注意老子曰：智慧出，有大位也。注二去阴曲举反。井田之变，豪人获职，管舍不于州郡，田亩连于方国。申无半通青伦之命，而窃三臣龙章之福，亦不为编户一武之长，而有谦视民意之意。二荣乐过于封君，毅力谋于守令。财禄自淫，犯法不作，刺客死士，为之投命。致使若力少智之子辈，川为败，既死不恋，冤枉穷困，不敢自理。虽亦有往尽户阔，盖分田无现始之然也。今豫章太平之纪纲，立志化之机止，其云财之风寡，正风俗之奢俭，非井田时莫有也。此便有所败，而宜复者也。PG 1347。注13周制曰：
有志色夫得驾半张印。续汉语，服制约百担，轻轮一彩，婉转妙之，长丈2尺。说文轮，金丝兽也。郑玄注礼记曰：轮，今有志色夫，所佩也。三辰、日、月、星也。龙章为山龙之章，皆化于一也。著两周礼小司徒直，五人为伍。前书曰：五家为伍，伍有常。论语孔子曰：千世之义，百成之家。言豪强之家，身无品质而强富比于公侯也。肉刑之废，轻重无品，下死则得坤钱，下坤钱则得鞭笞。必死者不可复生，而坤者无伤于人。困吃不足以成中最安的，无至于死哉。而夫鸡狗之攘窃，男女之淫奔，酒礼之路夷谬，物之伤害，皆非止于死者也。杀之则甚重，坤之则甚轻。无至中刑以称其罪，则法令安得不参差，杀生安得不过谬乎？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成恶，则驾赃或以成罪，托疾病以会杀。三科条无所准，名实不相应，恐非帝王之通法，圣人之良治也。或曰：过行恶人可也，过行善人岂可复哉？曰：若前正以来未曾往害善人者，则有罪不死也。四是未忍于杀人心好也，心好而不忍于行人也。今令五行有品，轻重有数，科条有序，名实有证。非杀人逆乱鸟兽之刑甚重者，皆勿杀。五四周氏之密典，序履侯之详行，此又一父之善者也。六注一下有简也。注二言坤吃太轻，不足畏惧，而奸人冒罪，以陷于死。民复古肉刑，则人不陷于死也。注三价增赃货，以抑其罪，托称疾病，令死于狱也。注四言善人有罪，亦当杀之也。注五鸟兽之刑，未征报也。PG 1348。注六周礼大司寇职，长邦之3典，以左王行邦国节祀。方一曰行兴国用轻典，二曰行平国用中典，三曰行乱国用重典。祥善也。尚书曰教尔详行。亦曰杨一君二臣，君子之道也。因二君一臣，小人之道也。必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，昔者为人下者也。一五之长，才足以长一五者也。一国之君，才足以君一国者也。天下之王，才足以王天下者也。于义于治，由之父干，此理天下之常法也。治国以分人，立政以分事，人远则难，虽是总则难了。今远州之县，或相去数百千里，虽多山林屋泽，犹可居人种谷者焉。当更至其境界，时远者不过200里。民版籍以相数月，审神武以相连持，二县夫田以断并肩，定五行以救死。王三义君常以兴正理，及农桑以丰尾基，去莫作以益本业。敦教学以移情性，表德性以立风俗，和才艺以恤官以减经汉。以其师田，四修武器以存守战，严禁令以防见差，信实法以验。成劝纠游戏以度奸邪，察苛刻以绝烦暴。审此16者以为正。勿操之有常，克之有限，安宁勿懈惰，有事不破句，圣人复岂不能易也？注一系辞之文也。阳卦一阳而二阴，阴卦一阴而二阳。阳为君，阴为臣。注两周礼曰：凡在板者，注云板，名己也，以板谓之也。注三司马法曰：不百为母，母百为夫，夫三为屋，屋三为井，并兼为豪富之家，以才艺并取贫人之田而兼有之。
祝四周礼曰：凡师田斩生以左右训臣。祝云示范，是必杀也。PG 1349。向者天下户过千万，除其老弱，但户一丁壮，则千万人也。遗漏既多，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。丁壮10人之中，必有堪为其神武之长，推神长以上，则100万人也。右使取之，则左使之才以上10万人也。右使取之，则可使在正理之位者万人也。以精力用者谓之人，人求丁壮；以才智用者谓之士，谓其老。充此智以用天下之人，犹将有除，何贤乎不足也？故物有，不求，谓有无物之岁也；事有不用，谓有少事之事也。夫如此，然后可以用天性，救人理，心顿废，属断绝，一网罗一漏拱，挟天人矣。2. 注意属由序也。注二拱直也，瑕坎也。瑕因下甲反。或曰善为政者，欲除凡去科，并官省职，谓之以无为。是之以无事，何子言之云云也。亦曰若是3代不足谋胜，人未可施也。二君子用法治而至于化，小人用法治而至于乱。君是一法治也，或以之化，或以之乱，行之不同也。狗屎豺狼，牧羊豚，盗执主征税，国家混乱，利人放肆，则恶妇论损益之。贤哉！三夫人待君子，然后化礼，国待蓄积，乃无忧患。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，蓄积非恒复练以取忧饶者也。俸禄成厚，则割剥贸易之最难可决也；蓄积成多，则兵寇水旱之求不足苦也。故由其道而得之，民不以为奢；由其道而取之，民不以为劳。天求流行，开仓库以秉待不亦人乎？衣食有余，损米粒，以散失，不亦易乎？彼君子居位为市民之长，故宜重肉累薄。诸轮驷马，今反为薄屋者为高，或食者为轻，既失天地之性。又开虚位之名，使小智居大位，庶几不贤兮，未必不由此也。PG 1350。得居节而失才能，非立功之时也。四以廉举而以贪去，非事君子之志也。武夫选用必取善士，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，禄不足，以供养，安能不少银子门乎？从而罪之，是设机制贬以待天下之君子也。6. 注意老子云为无为，是无事也。注二魔法也。3代皆用肉刑及井田之法，今不用，是不魔之也。注三恶因屋。注四居节为自居数而节其身者，即隐逸之人也。注五去因妻履反。注六贬川地县受也。鸡母牙也。盗贼凶荒，九州待作，积井暴至，军旅足发，横税若人。割夺利禄，所视者寡，所取者伪，1万里悬罚，首尾不救，摇。必并起，农桑失业，兆民呼皆于昊天，贫穷转死于沟壑矣。今通肥饶之律，即稼穑之入，令母收3斛，斛取1豆，味甚多。1岁之贤，则有数年之除，虽兴非法之意，自奢侈之欲，广爱性之次，犹未能尽也。不循古法，归位轻税，及至一方有井。一面被囚，未待3年，孝绩谦短，做事战士之疏时，力忘恶殍。知满道，如之何谓君行此政也？20税1，民之曰莫，况3。10税1乎？3夫薄利禄以丰军用，源于秦征诸侯，续以四夷。汉承其业，遂不改更，为国乱家，此之有也。今田无常主，民
吴长居历10日丙巳辛号禄辛号班辛号禄辛号未定，可谓法制划一，并科租税11，更复如旧。五经折图广明西中地未肯。6. 虽然犹当现以大家勿令过至。其弟有草者进曰官田，立堪农事，乃听受之。若听其字 PG 1351，取后必未坚也。注意伪犹多也。注二孟子曰：徒有恶福而不知发。赵其注云：饿死者曰福，福于表通，因皮表反。注三孟子载白圭曰：吾月20而取义何如？孟子曰：子之道莫心好道心好也。赵其注云：莫一莫之人在荒者也。莫在北方，其气寒，不生五谷，无中国之礼，故可20取义而足也。此言欲轻税也。注四丙给也。注五更复以见光武纪也。注六上田以耕，为中地以下位也。法界篇曰：周礼6典，以载2王而理天下。亦春秋之时，诸侯明德者，皆以亲为政。元及战国亦皆然也。秦兼天下，则至丞相，而二之以御史大夫。自高帝待于孝成，因而不改多忠其身。汉之隆盛，是为在焉。夫任一人则正专，任数人则相倚。正专则和谐，相倚则为利。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，为利则慌乱之所起也。光武皇帝运术士之师权，奋强臣之切命，二角往过执政。吴任下，虽至三公，是归台阁。三自此以来，三公之职备元而已，然政有不理，尤加谴责。而权宜外戚之家，宠备尽袭之。数亲其党类，用其私人，内充京师，外部列郡，颠倒咸余。贸易选举，皮奴守境，贪残牧民，劳扰百姓，愤怒四夷四招。治乖叛，乱离私没。五怨气并作，阴阳失和，三光亏缺，怪异。PG 1352。数至崇明时驾，水旱未求，此皆期患之臣所致然也。凡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，乃足为教乎苍天，好陶气血者也。右中士之选三公也，务于清律谨慎，寻常习故者。是妇女之俭暇相取之常人耳，恶足以居私位邪？又亦既如彼，选又如此，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，积家于生民，不亦远乎？昔文帝之于邓通，可谓至爱，而有斩身图家之志。妻夫见任如此，则何患于左右？小臣哉！至如进士，外戚陈述请托不行，意气不满，力能陷人。于不测之祸，恶可得谈政者哉？囊者任之重而则之轻，今者任之轻而则之重。袭甲以敢将侯之困入，因臣大臣廉耻之分开，引自裁之端。八自此以来，虽已成俗。济世之主，生而见之，习其所长，曾莫之物。呜呼，可悲！夫左手据天下之图，右手稳其侯，愚者由之难之，况明哲君？子哉！九光武夺三公之众，至今而加甚，不驾后党以权术士，而不行，盖亲疏之意义也。使母后之党，左右之人，由此至亲之意，故其贵任万事。常然之败，无事而无知，莫之私见亦可痛矣。未若至丞相自总之，若委三公，则宜分任则成。夫使为政者，不当与之婚姻；婚姻者，不当使之为政也。如此在为病人11举用失贤，百姓不安，争讼不息，天地多变，人物多妖，然后可以分此罪矣。注意而雅曰：一大也，二为负二也。周礼天官以载，
长建邦之6典，以左王礼邦国。1曰礼典，以礼官府。2曰教典，以扰万姓。3曰礼典，以胁万姓。4曰正典，以均万姓。5曰刑典，以却万姓。6曰事典，以生万姓也。注2运由恨也。数代魏元，成哀平。强成魏王莽。注3台阁魏尚书也。注4挠阴火高反。PG 1353。注5末病也。注6检辖由归局也。注7斩由申也。文帝时，太中大夫邓通居上谤，有怠慢礼。丞相申屠加奏事见之，罢朝。赵通则之曰：通小臣，系殿上，罢不敬，当斩。通顿首，手尽出血。文帝使人召通，谢丞相，曰：此无弄臣，君其视之。注8文帝使贾谊上书曰：大臣有罪，不执服系引而行也。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贵而自裁，星号之，星号上，星号不使，人卒一而行之也。是时丞相将侯周伯冕救国，人有告国谋反，系长安狱卒无事，复决议，故以此击上。上申纳其言，是后大臣有罪，皆自杀，不受刑也。注9言不以重利害其生。是见庄子。注10言光武夺3公重任，今夺更甚。光武不驾后党威权，数代遂不遵行，此谓3公书后独亲故也。注11病人为万幸困弊也。或曰正在一人，权甚重也。曰人实难得，何众之贤？习者或与窦宪、邓志、梁冀之徒，及外戚之权，管国家之柄，及其伏诛，以一言之诏，结朝而绝，何众之谓乎？今夫国家漏，神明于谢晋，疏权重于父党，算时事而为之者8、9焉。不此之罪而彼之疑，何其诡邪！1注意此谓后党，以为3公也。诡犹为也。论曰百家之言正者上矣，一大略归乎凝固根理，隔一时，必也。夫遭运无恒，意见偏杂，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。常是 PG 1354。妄论之2以为是非虚停，人乖寇引，化气万兆，情故萌生。3虽周物之志，不能言其推变。山川之奥，未足况其迂险。4则应俗世事，难以长条。如使用审其道，则殊途同会，才爽其分，则一好以乖。5何以言之？若夫玄圣遇事，则天同极，施舍之道宜无殊典。6而损益意运，闻仆地行。7用民居会，回绝于囊时。辛歌臣祖，参差于上士。8及至代黄屋，服吃衣，风薄不齐而至化则一。9亦有右公族，秦国除，宽惨巨革而防非必同。此其分拨而共源，百虑而一致者也。时若乃偏勤矫用，则往直必过。11故葛具履霜，必由重简。12楚衣服，戒在穷奢。13护尽后下，以伟大凌弱。14练威峻伐，以苛薄分崩。15司曹魏之次，所以名乎国风。周秦末轨，所以章鱼为灭。故用舍之端，兴败滋焉。是以繁简为实，宽猛相济，行书捐鼎，事有可降。算章再令，取贵能约。16太熟至猛正之裸，国子流遗爱之替。17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化义之法。40持章之弘志，可以争其统乎？18庶子之言，当世失得皆就矣，然多谬通。方之训，好深异于之说。19贵亲近者，以习上位辅义。庶民时者，以助下位旦辞。
二零或推前王之风，可行于当年有隐。旧弊之规，遗留于常事。积之笃论，将未必矣。如以周吴推路之分，色非常调之音，二一不扬举以宜远，不居悬以防速，则话书各管其极，理略可得而言语。二注一上游远也，注二千不敢正言也，注三鹤虚室，大庭室并古之地号。庄子曰：夫圣人纯居而寇隐，言纯鸟无常居，寇隐不驾物，并纯朴实也。赵史也。PG 1355。注四义系辞曰：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。推谦也。庄子曰：凡人心显于山川，难知于天也。注五用的其人，审其道也。受非其才，爽其分也。义系辞曰：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一尾曰：差以毫厘，十之千里。注六庄子曰：玄圣素王道也，即由志也。言法天之道，同其志也。施舍由心废也。注七论语孔子曰：殷殷于下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胡直也。礼记曰：文直在而复也。注八回绝由西户不其义也。绝阴穴。注九前书音译曰：天子车以黄曾未盖礼，故曰黄屋。韩子曰：尧之王天下也，冬日露裘，夏日葛衣。诗葛也。注释礼记曰：公卒有死罪，欲成，有司宴于公曰某之。罪在大辟，公曰诱之。有司诱曰在大辟，公诱曰诱之。史记曰：秦孝公太子犯法，谗央曰太子君嗣也，不可施行，行其父公子虔，秦其师公孙贾也。注11。孟子曰：矫枉过直。矫正也，枉曲也。言正，曲者过于直，以欲为正者成奢则太简，患宽则伤猛，不能折中也。注12。诗谓风序曰：葛句次贬也。其君简色贬极而无俄以将之。诗曰：赳赳葛句，可以履霜。郑玄注云：葛句见，皮具贵。魏俗至东有葛句，可用履霜，利其剑也。注13。诗曹风序曰：蜉蝣次奢也。诗曰：蜉蝣之语，衣上楚楚。毛长注云：蜉蝣渠略也。朝生夕死，犹有语，亦以自是。楚楚先王也。欲曹朝偶臣皆小人也。徒视其衣上，不知死亡之无日。奢同。PG 1356。注14。护境为防治太宽，后下为封建太广。言周氏为弱而诸侯强盛，如伟大然。左传楚生无语曰：莫大弊者，伟大不掉也。注15。练句也。言秦库法，以致分崩也。注16。左传曰：正人著行书。杜预注云：著行书于鼎，以为国之常法也。高祖初入关，除秦科法，约法三章，言其详约不同。注17。左传曰：正子产有疾，谓子大书曰：我死，子必未正。唯有的者能以宽服人，其次莫如猛。又曰：子产卒，仲尼闻之，涕曰：古之遗爱也。国子及子产也正。穆公子国之子，因以为信也。注18。宣孟晋大夫赵盾也。左传贾季对封书曰：赵衰，冬日之日也。赵盾，夏日之日也。注云：冬日可爱，夏日可畏。前书平阳侯曹参谓相国，百姓歌之曰：萧何谓法，讲若化一。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，载其清净，人以宁一。注19。异于为一方偏见也。注20。清净谓道家也。席上谓儒也。辅朽也。礼记儒。
行曰：如有席上之真。高祖折随和曰：安用辅如哉？明史名家也。注下：老子也。但虚也。言志各不同也。注二一古法不施于今，由周不可行之于陆也。今法有何？于时如色可一注而调也。庄子曰：是推周于陆，劳而无功也。前书董仲舒曰：琴瑟不调，胜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古也。为政不行，胜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注二二因余。赞曰：管氏好篇，偶言难一。旧仆虽文，矫歌必极。举端 PG 1357。自礼，至于则失。详观10度，成昭正数。一注一至于未偏执一语也。淮南子曰：非循机之路，守一于之旨，而不与俗推移也。PG 1358。后汉书卷50，孝明八王列传第40。孝明皇帝九子贾贵人生张帝，因贵人生良节王畅。于妻王本书不载母氏。一注意本书为东关纪也。千城哀王建，永平3年封，明年薨，年少无子，国除。陈靖王献，永平3年封广平王。建初3年，有司奏遣献语，巨鹿王公，乐成王党拒救国。肃宗性笃爱，不忍与诸王乖离，遂皆留京师。明年按于地图，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8,000万。献博设经书，有威严，与诸儒讲论于白虎殿。7年，帝以广平在北多有边废一。乃起县为西平王，2分汝南8县为国。及帝崩，遗诏喜封。魏成王，时淮阳郡，其年救国。历37年薨，司王君嗣。注意广平县，故城在今明州永年县北。注二西平县，属汝南郡也。军吏多不法，遂行天子大赦礼。疑信引贼，喜闻法国。相2000时不与相得者，则应终之。曾苑晋王夫人李仪等永元。PG 1359。11年，遂使克为92杀夷家属。吏捕得酒，系长平狱。三军欲断绝此语，副使节克篡杀酒。事发觉有司举奏，军作萧西华，向新阳3县。42年，封君6地位列侯。武后君取叶廷出女李饶为小妻，6妇作萧宇。一路扶沟3县。七永初7年，封晋王孙安国为更亭侯。注意天子将继，则事而继，谓之大赦。大赦之礼，张3侯。虎侯、熊侯、豹侯，是服蒙也，皆以其皮方治之。乐用邹瑜。9节。谢成书曰：陈国户曹使高慎见国相曰：诸侯摄使天子摄雄，8夷6尊，礼数不同。袭季氏摄诸干预7夷5大夏。左传曰：为民语气不可以嫁人，奢见之见不可听也。于是见争不和，为王所非，作私寇罪也。注2九或作文。注3长平县，属陈国。注4西华故城在今陈州水县西北，向今陈州象城县也。新阳故城在今豫州真阳县西南也。注5伏侯古今注曰：藩为阳都乡侯，千秋为新平侯，参为周亭侯，寿为乐阳亭侯，保为博平侯，但为高亭侯也。注6饶因宁乐反。注7与扶沟并属陈留都。一路属汝南郡。军历21年薨，子怀王悚嗣。历2年薨，五子国爵。永宁元年，历晋王子安寿亭侯崇魏成王，是魏亲王。历5年薨，子孝王承嗣。成薨，子闵王宠嗣。西平2年，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因语。
宠共祭天神，悉信非祭，罪至不道。有司奏遣使者暗验。是时，新诸渤海王亏，义灵帝不忍负家法，召砍车传送英，迁邑北寺。TG 1360，诏谕使中常侍王胡二与尚书令、侍御史杂考，因此与王共祭。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，无他寄信。胡等奏因职在匡正而所，魏不敦迁诬告其王，王以不道皆诛死。有诏赦宠不案。注义灵帝熙平元年，亏被诬谋反自杀也。注二华教书及患者传诸本作辅，此云仆未详，孰是也？宠善弩射，直发时众，终皆同处。立中平中，黄巾贼起，郡县皆弃城走，宠有强弩数千张，出军都停。二国人素闻王善，赦不敢反叛，故臣独得完，百姓归之者悉10余万人。及献帝初，一兵起，宠律西屯阳夏，三自称辅汉大将军。国相会击落，郡素有威恩，时天下饥荒，邻郡人多归救之，郡亲资镇善，并得全活。后袁术求粮于陈而郡拒绝之，数愤会遣客诈杀郡籍。宠陈由是破败。4. 注意华教书曰：宠赦其秘法以天父地载，参连未齐。又有三为三小，三为未经，三小为尾，经纬相将，万胜之方。然腰在鸡牙。注二至军营于国之都亭也。注三县民，属淮阳国。夏因攻牙反。注四谢成书曰：郡自孝远，乌商人。查孝廉补尚书事，郎擢拜陈国相。人由产子，后至米肉，达服主义，生男女者，遗落未明。袁术使不取将张凯阳私行到陈知郡所，郡往从引。9. 因诈杀郡，一郡吏人哀嚎如丧父母。是时诸国无复租禄，而数见掳夺，并日而食，转死沟壑者。TG 1361，瞬息夫人姬妾多未丹星号、阳星号、星号、灵星号兵务还所略云。彭城晋王公，永平9年赐号灵寿王。15年封魏巨鹿王。建初3年，喜封江陵王，改南郡魏国。元和2年，三公上，言江陵在京师正南，不可以封，乃喜魏陆安王，以庐江郡魏国。肃宗崩，遗诏喜封彭城王，使楚郡，其年救国。公敦厚威重，举动有节度，令人敬爱之。永初6年，封公子阿奴为逐义侯。2. 注意取其美名也，下重西王一同。东关祭曰赐号，未有国义也。注二竹邑县属沛郡，故城在今徐州符离县也。竹邑或谓庸字转写物也。元初3年，公以弑怒子仆，仆自杀。一国相赵牧以状上，因诬奏公辞肆恶言，大逆不道，有司奏请诛之。公上书自送。朝廷以其素者行义，令考时无争，目作下狱，会赦免死。2. 注意东关记曰：公子男丁前星号妻，星号误故，仆武曼丁小妻。公怒，必仆马厩，仆亡。夜诣彭城县狱尚书，公遣从官仓投小，令归，数责之，乃自杀也。注二绝录注曰：木字仲师，长安人，少之名，以公正称。修春秋，是乐辉。辉以直见死，目为沉冤的身。高帝卫士御史会稽太守，皆有称讥。及诬奏公安帝夷及亲，乃遣御史母丘心腹按其事。10. 夏穆廷尉，会赦不诛，终于家。公历46年薨，子考王道嗣。元初5年，封道第3人位。TG 1362，襄侯义公孙顺为东安亭侯。
注意东关纪曰：丙为都乡侯，国为安乡侯，丁为鲁阳乡侯。道历28年薨，子亲王定嗣。本初元年，封定兄弟9人，皆为亭侯。注意东关纪曰：定兄俱变亭侯，地光昭阳亭侯，故宫凉亭侯。新蒲亭侯，延昌城亭侯，四梁父亭侯，兼西安亭侯，代陵亭侯也。定历4年薨，子孝王和嗣。和姓至孝，太夫人薨，行丧陵。次悔自过礼，复乡以闻。桓帝诏使奉牛9营王海公。何敬贤，乐师，国中爱之。初平中，天下大乱，何为贼昌务所攻，必奔东阿，后得海国。历64年薨，尊之嗣。第7年，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乐成晋王党，永平9年赐号仲西王，15年封乐成王。榜聪慧，善史书，喜正文字。与肃宗同年，有相亲爱。建初4年，以清河之游关津，渤海之东光成平，涿郡之中水饶阳。安平南申则巴县邑乐成国。一及地崩，其年救国。榜及客部，尊法度。就近宫人出嫁不得是诸国。有故掖庭寄人哀日嫁。为男子张初期，2党召哀至入宫与通，出谕上书告之，党恐惧，乃密录哀至解交使杀出。事发觉，党乃一杀义士3人，以绝口。又取故中山简王父毕离与生为小妻。永元7年，国相举奏之。和帝诏萧东光敲2县。PG 1363。注意前书及郡国至清河无由县。万金故城在今德州条县东。北东光在沧州东光县南，成平在锦城县南，中水在今营州乐寿县西北，南申则在今定州深泽县东也。注2哀，姓至名也。称男子者，无官爵也。注3敲县属巨鹿郡。敲因羌摇反。历25年薨，子哀王重嗣。历2月薨，无子伯爵。明年，和帝立崇兄修侯寻为乐成王，是为离王。宜历15年薨，子隐王兵嗣。历8年薨，无子国爵。注意修县新号及新号及新号条县，新号皆新号属渤海。条字或作修。明年，复立继北会王子常为乐成王后。常到国数月交营。不法迁过累积，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常罪至不到。安帝诏曰：常有免其面而放逸其心。一之灵妙之众，成绩有理不为。至敬之节，肃穆之甚，乃敢善损牺牲，不被必分。2慢意大饥，不振绝教。3出入颠覆，丰盈于家，聘娶人妻。会宜婢妾，欧及利人，专己凶傲。千罪莫大，甚可耻也。朕览8辟之意，不忍置之于理。4其贬长爵为灵狐侯。5镇无责折之名，至检统失序。王以未成大饥，曾怀咏叹。6注意免华也。颜面华然无愧。华因胡8反。注2诗小雅曰：必必纷纷，四世孔明。注3大饥及常所记之母。朕句也。PG 1364。注4周礼司寇，以8辟立邦法，一曰义亲之辟，2曰义故之辟，3曰义贤之辟，4曰义能之辟，5曰义公之辟，6曰义贵之辟，7曰义勤之辟，8曰义兵之辟。注5灵狐属庐江郡。注6元弘记曰：圣书侍郎冷弘毅，以为自非圣人，不能无过，故王太子生，未以贤师傅以训导之，是以目不见恶耳。穆文妃能保其社稷，高明令中。
常少常烦国，内无过庭之训，外无师父之道，血气方刚，足受荣爵，己为生过，遂陷不义。臣闻州官义亲，充于建设，常不杀无辜，以且呵为非，无赫赫。大恶可裁削夺损其租赋，令得改过自新，革新向道。暗黄相及，相与弘共奏，此相之辞也。延光元年，以和贤孝王子得四晋王后，宜乐成比废爵故，改国曰安平，是谓安平孝王。历30年薨，子续立。中平元年，黄巾贼起，为所劫职，囚于广宗。一贼平复国，其年秋做不到被诛。历34年，国除。注意今贝州宗城县也，随事会改焉。夏裴惠王衍，永宁15年封。衍有容貌，肃宗即位，常在左右。见出冠，诏赐衍师父以下官属金帛各有差。4年，以临淮郡及九江之中离当涂东城溧阳全郊和17县邑下。裴国一地崩，其年救国。衍后病荒乎，而太子昂有罪废诛。姬征欲立子为嗣，连上书相告衍。何帝怜之，使彭城晋王公至。夏裴正其嫡庶，立子成为太子。2 PG 1365。注意钟离在今亳州钟离县东，当涂在县西南，东城在定远县东南，溧阳河州县也，全郊今滁州县也。注二东关记载赐公诏曰：皇帝问彭城王使下无恙。盖文尧卿九族，万国协和，书典之所美也。夏裴王被病审治之急，混乱不明，家用不宁，姬妾世庶，诸子纷争，纷纷至今。前太子昂玩凶失道，陷于大辟，事后诸子更相诬告，弃今事嗣谓之。所定朕甚伤之。为王与夏裴王恩义至亲，正此国嗣，非王儿。谁？李仲世庶之序，春秋之义大居正。孔子曰：为人者能好人，能恶人，贵人者所好恶的其中也。太子国之除嗣，可不甚于。王其差赐夏裴诸子可为太子者上名，将及景封拜受应受。焉延历54年薨，子真王承嗣。永建元年，封成兄2人及惠王孙2人皆位列侯。成历2年薨，子闵王义嗣。杨嘉元年，封义弟8人为乡。平侯。中平元年，一遭黄巾，弃国走，贼平复国，数月薨。历57年，年90。子哀王遗嗣，数月薨。五子建安11年，国除。梁节王畅，永平15年，封为汝南王。母因贵人有宠，畅游，被爱信，国土租入备于诸国。肃宗立，原先帝之意，赏赐恩宠，甚笃。建初2年，封畅就殷唐为西陵侯。14年，徙为梁王。以陈留之衍宁陵，即殷之薄丹复己氏成武，凡6县。义梁国。2帝崩，其年救国。注意西陵，县属江夏郡。注2监，今许州兖陵县也。宁陵，今宋州县也。敖故城在今曹州考城县东北。PG 1366。但复今宋州县也。己氏今宋州楚丘县也。成武今曹州县也。畅性聪慧，然少贵骄，颇不遵法度。归国后，数有噩梦。从官变记自言能使6丁，善战梦，宜畅数使博士。又畅如母王。李等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，遂共战器，辞祭求福。季等谄媚，云神言王当为天子。畅欣喜，与相应答。永元5年，豫州刺史。梁相举奏畅不到，考训辞不服。
有司请征唱议廷尉赵玉和，帝不许。有司重奏除唱国，袭九真，帝不忍，但萧成武担负。二县唱绵句，上书子谢曰：臣天性狂愚，生在深宫，常养父母之手，信或左右之言，及至归国，不知防禁。从官事使吏，臣财物淫惑陈畅，陈畅无所召见，与相然诺不自知陷死罪，以致考案，激励心计，自悔无所复及，自谓当即时服显诸魂，或去身，分归黄泉。无意陛下圣德王法取平，不听有司。二恒代赦臣，战立连月，未敢自安。上念以复先帝而令陛下为臣，收污天下，三臣无弃以袭，今古不相连。陈畅之大代不可再得，自是数身约妻子，不敢复出入师神墨，不敢复有所恒废。租入有余，岂才识徽阳谷熟于蒙宁陵5县，还余所食4县。陈畅小妻37人，其无子者愿还本家。自选择仅斥奴婢200人，其余所受虎贲官旗及诸公祭鼓吹苍头奴婢兵弩。就马街上还本属。陈畅以骨肉尽清，乱圣化污清流，既得生活，诚无心面目，以凶恶复居大功，使大国张官署藏实物。愿陛下加大恩，开臣自毁之门，驾臣小善之路，令天下之臣蒙恩，得去死救生，颇能自毁。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恶诏书长至于前，昼夜诵读。臣小人贪见明时，不能及时自饮，为陛下哀。臣令得喘息漏客，若不听许，臣实无言以久生，下入黄泉。吾以见先帝，此诚臣至心。臣欲多海所受，恐天恩不听许节。量所留，于臣畅饶足。诏报曰：朕为王至卿之属，纯熟之。PG 1367，每复相不良，不能防邪，致令有司纷纷有言。今王深思悔过，断字克责，朕恻然伤之。至匪由辛浩于辛浩王辛浩，就在彼小子。4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王其安心敬意，茂虑修德。亦不云乎，1000而4亿。小有言，终极。5强时自爱，唱故让。章数上足不许。注16丁未6甲中丁神也。若甲子旬中，则丁卯未神甲。寅旬中，则丁巳未神之类也。历史之法，先斋戒，然后其神志，可使致远方物及之吉凶也。注2取平，取法深恩，平处其罪。注3污恶也。天下以地设王为恶，故言收恶天下也。注4为由变计及王离等也。注5 1000卦曰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谓谦是一，而天地神人皆益之，故曰1000而4益。宋卦初6曰：小有言，终极。阎王虽小有宋言，而终极也。历27年薨，子公王监嗣。永元16年，封监第2人位，襄亭侯。监历26年薨，子怀王匡嗣。永建2年，封匡兄弟7人，为襄亭侯。匡历11年薨，五子，顺帝封匡弟孝阳亭侯，成为梁王，是魏夷王。历29年薨，子晋王元嗣。历16年薨，子弥嗣。历40年，魏受禅，以为崇德侯。淮阳亲王炳，永平5年封常山王，建初4年，徙为淮阳王。以汝南之新安西邑淮阳国。PG 1368。历16年薨，魏及历嗣，永元2年，和帝立丙小子侧父位。常山王，奉丙后，是魏商王。历13年薨，父子皆魏之国，并葬京师。
策伍子齐乐立，兄房子侯张为常山王。何帝连张早姑数家赏赐。延平元年救国，历25年薨，是魏晋王。子亲王仪嗣，永建2年封仪，兄2人为亭侯。仪历17年薨，子结王豹嗣。永嘉元年封豹兄4人为亭侯。豹历8年薨，子皋嗣。32年遭黄巾贼弃国走谏。安11年国除。继阴道王常永平15年封。建初4年以东郡之离胡。陈留之长元义继英国。历13年薨于京师，五子国除。论曰：晏子称夫人生后而用力，于是乎正得以服之，谓之服力。言人情虚节以正其德，亦犹不博虚服以成其度焉。一明帝封诸子，租岁不过2000万，马后未言而不得也。二贤哉，企图简约而已乎？知交贵之无厌，是欲之难及也。故东京诸侯，先有至于或败者也。注意左传云：齐景公与晏子被电之役60，晏子不受，曰：夫妇如不伯之有福焉，谓之度使无谦也。夫人生后而用力，于是正得以服之，谓之服力。过则未败，无不敢贪多，所谓服也。注二东关铭记曰：皇子之封，皆简就制，长按于地图。皇后在傍，沿巨鹿乐城广平各数县租谷100万，地令满2,000万纸。诸小王皆当略与楚淮阳相比，审减3、4。我子部 PG 1369，刚与先帝子等者也。赞曰：孝明传印，围城8国。陈境严重，彭城后的夏培、殷科、梁节邪祸。三樊肃陵，一党为荒特。注一位千城淮阳，既因病早没也。PG 1370，后汉书卷51，李陈庞陈桥列传第41。李寻自蜀因安定陵京人也，少习寒诗，一教授诸生常数100人。太守颍川李弘请蜀公曹未及到，而周辟未从事。惠弘卒，寻不因周命，而送弘丧还乡里。祭葬，留起遗坟，持丧3年。注意韩因所传诗也。辟司徒还于府，后拜侍御史，持节使幽州，宣布恩泽，谓府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100余卷，西风奏上，肃宗加之，拜兖州刺史，以清约律下长及羊皮，服部备。千章，叶太守有威重名。时大将军窦宪将兵屯武威，天下州郡远近。幕不修礼仪，寻奉公不阿，为县所奏免。后复征拜谒者，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。西域因父多珍宝，诸国士子及都使甲胡一数宜寻奴婢，宛马金银相继之属，一无所受。二北匈奴数断西域车师，一无陇沙以西使命不得。通三巡射构赏，遂斩鲁帅，献守军门。自是道路宜亲威恩，并行。注意都使主播国之始也。甲胡，胡之商贾也。PG 1371。注二元山松书曰：西域出诸乡，食密。即织毛未布者。注三前书曰：车师前国王居交河城。一无故城在金瓜。周晋昌县北。广志曰：流沙在玉门关外东西数百里，有3段，名曰三龙也。迁武威太守，后作世免，不归乡里，前居山泽，结草未庐。独与诸生之习自己。会西羌反叛，寻到田舍，为所执获。羌素闻其名，放遣之。寻因亦洛阳谢。10岁荒，司空张敏、司徒鲁公等各遣子馈粮。
昔无所受，喜居新安关下，时相时以自资。一年96卒，筑一项历史也。武帝元鼎3年徙函谷关于新安也。陈禅字季山，巴郡安汉人也。世郡公曹举善除恶为邦，内所谓察孝廉周辟治中从事，一时刺史为人所上受纳赃禄，禅当传考，而无他所讥，但持丧恋之句而已。及至吃略无算，吾独必加禅神意弱，辞对无变，使遂散逝。车骑将军邓志闻其名而辟焉，举茂才。时汉中蛮夷反叛，以禅为汉中太守。夷贼素闻其声，及时降服。迁左冯翊入拜谏议大夫。祝仪去汉制曰：每州有池中从事也。祝二传为逮捕而考之也。永宁元年，西南夷胆国王仪献乐及宦人，能吐火自知解。一牛马头。明年元会坐之于庭，安帝与偶陈共观，大齐之。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曰：习其鲁为家谷之会，其作诸儒之乐。PG 1372，仲尼诛之。二又曰：放正生，远宁人。三帝王之庭不宜，设夷狄之计。尚书陈忠合奏禅曰：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。四夷之乐沉于门，故世云夷雅以南，媚任诸离。四经胆国，乐流沙于县度5万里贡献，非正颤之声，宁人之笔，而禅庭善朝政6顷。和禅下狱，有诏务收，左转为玄兔后承帐尉，7诏感不之。官上妻子从者名。禅既行，朝廷多颂之。会北匈奴入辽东，追拜禅辽东太守。胡旦其威强，退还数百里。禅不加兵，但使立足王小卫之，单于随使还郡。禅于学行礼，未说道亦以感化之。单于怀服，以湖中真获而去。祝一胆因图单反。祝两家语曰：鲁定公与其侯会于家谷，孔子设乡试。其奏中公之乐，昌忧诸儒系于前。孔子屈曰：匹夫而侮诸侯，罪。应诛。于是斩诸儒，手足一处。祝三伦与孔子之言。祝四师小雅谷中之诗曰：夷雅以南，以要不见。学君云：南夷之乐曰南。四夷之乐为南，可以合于雅者，以其人生因及要不见差也。周礼低楼市长四夷之乐。郑玄注云：东方曰媚，南方曰润，西方曰朱离，北方曰晋。毛诗无媚任朱离之文。盖见其鲁之师也。今王媚因媚。礼记曰：九夷八蛮六戎。武狄来朝，立于明堂四门之外也。祝武前书西域传曰：县度者，山民也。溪谷不通，以绳所相引而渡，去阳关5880里。祝六善谤也。PG 1373。祝期后成，现在辽东。及邓至诸废，禅以故立免。复为车骑将军沿显长史。顺帝即位，迁司隶校尉。明年卒于官。子成有亲民，官至汉中太守。禅曾孙宝亦刚壮有禅风，为州别驾从事，显明州礼。行参字仲达，河南沟氏人也。出世郡，谓之名，河南尹旁。奋剑而骑之，举魏孝廉，拜左校令。作法书作若卢。一注仪若卢，狱名。永初元年，凉州先领种枪反叛，遣车骑将军邓至讨之。参于途中使其子郡上书曰：方今西州流民扰动，而征发不绝，水疗不休，地利不复。宜众之以大军，疲之以远戍，农工消余，转运资财结于征发。田畴不得垦辟，禾稼不得收入，薄守困。穷无望来秋。
二百姓力屈不复堪命，陈馀以为万里运粮。援救羌戎，不若总兵养息，以待其疲。车骑将军至以且镇旅。刘征西校尉任上使都凉州市民，转居三府。修徭役以助其时，指凡妇以益其才，令男的耕种，女的织人，三然后续精锐成。谢举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则边人之仇报，奔北之驰学矣。书奏会御史中丞樊准上书谏参曰：臣闻治鸟累百不如。一二四，习孝文皇帝误冯唐之言，而赦魏上之罪，使魏边守匈奴，不敢南向。武夫以一臣之身，折方面之难者，选用的也。臣服。见故左校令河南庞参勇谋不测，卓尔其伟，高才武略有位。上之风，前作违法，书作经时。今羌戎未患，大军西屯，臣矣。PG 1374，魏如参之人，宜在行伍。为明诏采前世之举，官位上之功，免。设参行，以为军风，必有成效，宣助国威。邓太后纳其言，及着参于途中，召拜谒者，使西都三府诸军屯，而征邓至还。注意言其耗损，不复于旧。注二两手相搏，言无忌也。注三人因如身反。杜预注左传云：知人之增不也。注四前书邹阳见吴王之辞也。大雕也。注五前书冯唐谓文帝曰：臣闻魏上为云中守，匈奴远避，不尽云中之塞。上公莫府，一言相应，文吏以法绳之。余矣。为陛下法太明而赏太轻。文帝曰：是日令唐持节设魏上，复以为云中守也。4年，羌寇转胜，兵费日广，且连年不登，谷10万余。参奏记于邓志曰：彼年羌寇特困陇右，公徭赋役未损日资官，富人则数十亿万，一经复募发百姓，调取谷帛，炫卖食物以应力求。外伤羌虏，内困征赋。2岁乃千里转粮，原给5都西郡。屠戮亲祖，难劳百端，急行则超暴未害，迟进则谷食稍损。运粮散于旷野，牛马死于山泽。县官不足，折贷于民。民以穷，以将从谁求？民就京城，而时困三府。三府既困，还未经，城之祸矣。参前数言遗弃西域，乃为西周士大夫所效。今苟贪不毛之地，营畜不使之民，三暴君一无之也，以虑三族之外。四国破凉州，祸乱至今。夫拓进不宁，无益于强。播田不耕，何救积弊？故善为国者，勿怀其内，不求外力；勿负其民，不贪广土。三府山原旷远，民数稀疏，故县丘城，可居者多。5. 今以喜边郡不能自存者，入居诸陵，田数故县。孤城绝郡，以全喜之，转运远废，聚而尽之。徭役繁数，修而习之，子善之。PG 1375，善者也。至及公卿以国用不足，欲从参议，悉多不同，乃止。注意则因策谢反。注2为羌寇所伤也。注3续忧也。不使之人为荣辱虚广，不堪为用。注4言劳师救远，以为亲戚之忧虑。注5秋空也。拜参为汉阳太守。郡人任堂者，有其节隐居教授。参道，先后之，行不语言，但以谢一大本，水溢于置户屏前，自报。孙儿伏于户下，主不百以为惧。参思其为义，良久曰：唐氏，欲小太守也。水者欲无亲也，拔大本谢者欲无极强宗也。
报而当户，欲无开门续孤也。于是叹息而还。参在职，果能一强助弱，以惠政的名。元初元年，迁护羌校尉判羌怀其恩信。明年，稍当羌种。号多等皆将，使复得海都令居通河西路。一时先临羌豪建号。北地赵参将将羌及黄忠义从胡7000人，二与行征西将军司马。军其会北地击之，参于道为羌所败，既以失其，乃称病引兵还。作以诈及征下狱，校书郎中马荣上书请之曰：福建西戎反叛，后超五州，陛下民百姓之伤夷，哀黎元之失业，单节府库以奉军师。袭周宣贤允清稿疾方，三孝文匈奴亦略上郡，而宣王立中兴之功。文帝见太宗之号，非为良主有名锐之资，亦汉城有萧虎之助，四世以难中。赫赫列在周师，雅夫啾啾，载于汉册。武切见前护羌校尉旁。参文武昭备，智略宏远，既有义勇果毅之节，兼以博雅深谋之资。又度辽将军梁景，前统西域，勤苦数年，还留3辅功。索克利咸在北边，耽于降服。今皆忧求，陷于法网。袭荀林父败击于壁，晋侯使复其位。六孟明氏丧失于尧。PG 1376。秦伯不替其官。7. 故晋景并赤敌之土，秦穆遂罢西戎。8. 夷元揽二军，使参。景德在宽宥之科，诚有益于折冲，疲左于圣化。书奏设参耿，驻夷令居，现属金城郡。令英陵，驻二黄，水民，今在善州。驻三师小雅6月之诗曰：清稿疾方，至于金阳。郑玄，驻云镐，方皆北方地名。驻四师曰：公侯干城。又曰：看如萧虎，干汉也。萧虎怒冒也。驻五师曰：赫赫难中，薄伐西戎。周亚夫为汉将，纠武茂。驻六左传曰：晋云林父及楚师战于壁，晋师败击。林父请死，晋侯欲许之，是真子谏曰：不可。夫其败也，如日月之时，何损于民？晋侯使复其位。驻七左传曰：晋败秦师于尧，或百里孟明氏，后射而归之。秦伯曰：孤之罪也，不替孟明。驻八左传曰：晋云林父败赤敌，遂灭之。晋侯赏林父敌臣。千世亦赏是真子瓜衍之献，曰：吾获敌土，子之功也。又曰：秦伯伐晋，遂罢西戎，用孟明也。后以参为辽东太守。永建元年，迁度辽将军。4年，入魏。大鸿胪。尚书仆射于许建参有宰相气能，兴号顺帝时，兴号以为太尉。录尚书事。是时三公之中，参明中直，数为左右所献毁，以所举用武帝旨，司隶承封案之。时当会茂才孝廉，参以被奏称 PG 1377。即不得会。上计院广汉段公因会上书曰：福建道路行人农夫之父，皆曰太尉旁参，节中尽节，徒以直道不能取新孤。必偶邪之嫌，自主重伤之地。臣犹记在陛下之事，当蒙安全。而复以谗佞伤毁中正，此天地之大敬，人主之至戒。袭白起赐死诸侯，浊酒相贺。继子来归，鲁人喜其书难。一夫国以贤化，君以忠安。今天下贤心，陛下有此忠贤，愿足宠。润以安社稷。书奏召集前小黄门氏参集，太医治阳酒。注一书，还也。继子鲁公子季有也。闵公之时，国家多。
南以继子忠贤，故请其侯复之。公羊传曰：继子来归。其言继子何？贤也。言其来归何？喜之也。后参夫人及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。参素与洛阳令驻良部。平义良闻之，律立卒入太尉府按时其事，乃上参罪，遂因灾。亦侧免。有司以良部先文奏，折如宰相，作戏诏谕。良能得，百姓兴。洛阳吏人手缺请代其罪者，日有数千万人，诏乃原行。著一谢成书曰：良字少平，长沙人，聪明博学，有才干，以连平见称也。杨家4年，复以参为太尉。永和元年，以久病罢，卒于家。陈规字淑贞，上党宣士人也。一家是边疆，便及公马、熊于北周，著一宣士故城，今泽州高平县也。宣因公旋反，归少有志气。永建中举孝廉5500元太守。永和5年 ，PG 1378，拜使匈奴中郎将。时南匈奴左部反乱，归以单于不能治下，外顺内叛，促令自杀，作征下狱免。后再迁拜京兆尹。13府强豪之族，多亲王小民。归道，立威严，西平里其院区者，郡内大悦。会羌胡寇边，杀常吏，驱掠百姓。桓帝以归士安边俗，拜魏度辽将军。归临行，上书曰：臣归蒙恩累世，驰骋边陲。虽斩鹰犬之用，敦避胡虏之庭，魂还不返，见享狐狸，犹无矣。赛后则达万分也。辛好志，辛好臣，辛好志，辛好玩奴，弃无千刀一割之用。过受国恩，荣至兼优，生年死日，永拒不报。臣闻3臣不轨，浊世未襄，蛮夷不公，拔族未将。臣无文武之才，而舔阴阳之任。一上绵盛辛好，朝辛好，辛好名辛好，下具素餐。2虽莫躯体，无所云补。今西周边鄙，土地极绝。3鞍马未居，涉猎未业，南寡耕稼之力。女伐击筑之饶，守塞厚望，玄命封敌，文籍长驱，去不图反。自清年以来，匈奴数攻营郡，4残杀常吏，5掠粮系。战夫深，高沙漠居人守系马鞍，或举国掩护，尽种灰灭，孤儿寡妇。嚎哭空城也无青草，势如悬磬。5虽寒生气，10同枯朽。往岁并周水与灾民互生，稼穑荒号，租更空缺。6老者虑不忠，年少壮聚于困厄。陛下以百姓为子，品数以陛下为父，焉可不日号劳神，七垂抚寻之恩哉？行尧亲舍其子以单于顺者，是欲民遭圣君，不令欲恶主也。8故古公帐策，其名5倍。9文王西伯天下归之，时起复于今年宝，以为民惠乎？晋孝文皇帝感义女子之言，除肉刑之法。11体德性人，为汉贤主。陛下既忠心之统，承光武之业，临朝听政，而未留圣意。且目守不良，或出中官，拒逆上旨，取过目前。忽皆之声，招致灾害。胡虏凶悍，因衰元系，而令仓库单。PG 1379。于豺狼之口，工业无诸两之所，皆由将帅不忠，据奸所致。前凉州刺史祝良出除道州，多所纠罚，太守令常贬黜江畔。正位于时，公所卓然，时应赏议，以劝功能，改任牧守去斥。奸残又一更选匈奴乌护羌中郎将校尉，简练文武，受之法。令除并梁2州，今年租更宽赦罪吏，扫除更始，则善吏之奉。
攻之右，恶者绝营私之祸，胡马可不窥长城，塞下无后望之患。乙帝觉悟，乃更选优，仅刺史、自营郡太守都位以下多。所各邑下诏魏陈将军除病，粮1年租赋，以赐利民。归既到职，州郡众足镇立，鲜卑不敢竞赛，省习经用，遂以义计。12注一师曰为师上父，实为阴阳也。注2宿空也，无功受禄为素餐。注3绝阴厥，又阴阙，为薄土也。注4魏郡有屯兵者，即护羌校尉屯京城，乌桓校尉屯上谷之类。注5左传曰：是无玄庆，也无青草，言其乌居如庆之。玄下无所有。注6更未足更前也。注7书曰文王至于日中号，不黄霞时也。注8史记曰尧之子丹朱不孝，不足受天下，乃推受顺。辛号受顺，辛号则天下的其利而丹朱病，受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的其利。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，足受顺以天下也。注9帝王事迹曰古公胆府，是为太王，为百姓所负。敌人攻之，是之以疲弊玉帛，不能免焉。王遂杖策而去，于梁山，止于岐山之阳，亦于周地。兵人从者如归服，1年成邑2年。成都3年5倍其出也。DG 1380。注10帝王事迹曰西伯至人，百姓抢富而至。注11女子及太仓令淳于公之女提引也。事件前书。注12经常也。霸将军梁冀与归宿有隙，赠其举毁国威，调取公寓一部。为胡虏所谓。作征骸，遂起骸骨归田里。复征魏尚书，既暴虐。日甚归尚书言其罪状，请诛之。帝不省，自知必为计所害，不17日而死。西域狐疑病，梁明树贤未举哀，吊祭其墓。注一条曲由独曲也，独曲其名，如挑战之意。乔玄自公祖，梁国虽阳人也。其世祖人，从同郡代的学者礼记章句49篇，号曰乔君学。成帝时为大鸿胪，祖父姬广陵太守，父肃东莱太守，玄少尉献公曹。时豫州刺史周景行步到梁国，玄夜景因福帝言臣襄阳昌罪恶，其为不臣从事，亦穷案其间。景状玄议，属而遣之。玄道西收昌宾客，具考赃罪。昌肃为大将军梁冀，所后既未持袭救之。景承旨召玄，玄还袭不发，案之一急。昌作砍车征，玄由是著名。著一部游陵也。举孝廉补洛阳左卫。一时梁不疑为河南尹，玄以公事当。一府受对，耻为所入，弃官还乡里。后4000为其乡，做事未成。但行竞争，在迁上谷太守，又为汉阳太守。时上归令皇甫，真有赃罪，玄收考昆吃，死于季服21进皆镇。DG 1381。郡人上归将其，守道隐居，名闻西州。玄诏以为例，称疾无救。玄怒，斥都有尹一逼制之，曰：其若不治，去嫁其母。3邑故争不能的巨小辟其，其间卧不起。郡内士大夫亦进，往见玄，乃止。时颇以为讥。后谢并免，复功德正为司徒长史。拜将作大将，注一左部尉也。注2纪县名，属汉阳郡。注3去阴卒。桓帝末，鲜卑南匈奴及高句丽四子伯固并叛，魏寇超。四府举玄卫度辽将军，驾黄钺。
玄至镇修兵养士，然后督诸将守讨及胡虏及博固等皆破散退走。在职3年，边境安静。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，转少府大鸿胪。建宁3年，迁司空转司徒。素与南阳太守陈求有隙，即在宫位而见求位。廷尉玄以国家方弱，自度力无所用，乃称及尚书尹熙哉矣。自和，遂策罢，遂于拜尚书令。时太中大夫盖生与帝有旧恩，前为南阳太守臧数亿以上，玄奏免生禁锢，没入财会。帝不从，而迁升侍中。玄托病免，拜光禄大夫。光和元年，迁太尉。数月复以疾罢，拜太中大夫，就依礼舍。玄少子10岁，独游门次，足有3人持杖节直之，入舍登楼。就玄求获，玄不与。有卿司隶校尉杨求虑河南尹，洛阳令为守玄家。求等恐，并杀其子，未欲过之。玄嗔目呼曰：奸人无状，玄其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？卒令兵进，于是攻之，玄子亦死。玄乃一缺谢罪，起下天下。PG 1382。凡有节直，皆并杀之，不得赎以财宝，开张监录。诏书下，其章出自安帝以后，法禁稍迟，京师节直，不必豪贵自是。遂绝。玄以光和6年卒，时年75。玄性刚极，无大体，然谦俭。下士子弟亲宗无在大官者，及卒，家无居业，丧无所病，当时称之。初，曹操为时，人莫志者常往后玄，玄见而异焉，谓曰：今天下将乱，安生民者，其在君乎？操常感其知己。及后，经过玄墓，折期创志记，自谓其文曰：故太尉乔公，亦得高轨，泛爱伯荣。国念明训，是司令。某幽灵前役，肯哉免矣。操以幼年，代升堂事，特以完职。见纳君子，增荣一官，皆由插柱，由仲尼称不如颜渊，一礼生。后探贾父，2世死之己，怀此无望。又承从容曰是之言，卒。梅之后，路有经由，不以斗9指击过相卧类，车过3步，腹痛。勿怨，虽临时戏笑之言，非至亲之独好，胡肯为此辞哉？怀就为故，念之七创。3. 奉命东征，屯次乡里，北望贵土，乃兴陵墓，才至宝殿，攻其享之。4. 注意《论语》，孔子谓子贡曰：如与回也，孰欲？子贡曰：次也，何敢忘回？子曰：吾与汝俱不如也。注2父少好学，师事5因李生。李生其之，曰贾君国，弃也。注3为思也。注4谓之曰建安7年，曹公军乔，遂至郡夷，前10以泰。劳祀乔玄，进军官渡也。PG 1383。玄子与官至任丞相。论曰：任堂将其是者其亲。桀瓮有而辞3命，一代汉。杨之忧人乎？2. 行参公求贤之礼，故名悦其政。乔玄立邦君之威，而西施其情。夫其力不足于，将有道在焉。3汝令其道可望，则强梁胜矣。语曰：3. 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。4子贡曰：民丧千金，不失世心。习断干木于墙而必闻侯之命。5谢柳闭门不纳木工之请。6贵必有所趋，见亦有所